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派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袂停，刚到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记住一个有叶梦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吞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色派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想多。袂停，刚到世态，伊煞紧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出来，千百里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啦，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身边只全是一千个等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
记，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世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机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俗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sẽ变成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出来，千百二天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呀弟呀，大家午安。然后为什么我开麦克风之后就开始有莫名其妙的装潢 BGM 啊？要不要我一开麦克风马上就是装潢 BGM 啊？大家午安。等一下哦，我把今天既然要软烂，我们的 BGM 也跟着软烂。午安午安，大家午安。今天是3D Showcase 的后日谈，但是好想睡觉。我平常这个时间是我最有精神的时间，但是不是一年一度了，一年一度就完蛋了。1个月一次的姨妈软烂限定，居然是在我们非常欢乐的后日谈。Hello， 这位是我们是有一位新朋友叫流水先生吗？我想说流血，好，不要跟我一样是流血先生。我在讲什么？我现在正在流血，你不要跟我一样流血了哈。大家午安午安。3D Showcase 完了，怎么看起来说话？我觉得我鸡皮盖裂啊！我觉得我在台下鸡皮盖裂啊！我只是那天结束之后，姨妈很乖的，就是看着我结束，然后才泄洪。她真的很给面子。结束之后泄洪之后，我的注意力跟精神力就如同泄洪般的被冲刷走了。然后武清老师原本很好心的带着一大袋水果让我们要拜完，就是要祈求3D Showcase 顺利，然后再把那一大袋水果帮我放在会议室，然后让我就是在3D Showcase 结束之后可以随时拎着那一大袋水果回高雄。然后我就真的是速结束之后又速换完衣服，又速的拎着那一大袋水果，真的就是直奔高铁末班车。然后那一大袋水果就在我完全睡死的路上，睁开眼睛之后，我发现我是最后一位乘客，没有下车，然后快点匆匆忙忙的走了。
走了，然后那一大袋水果，我跟你们讲，我很夸张，我是忘记，彻底的忘记，直到什么时候才想起来，你知道吗？直到今天1月9号的凌晨直到1月9号的凌晨，我半夜睡觉睡到一半，我记得应该睁开眼睛是2、3点，我想说奇怪，我就突然不知道梦到什么，然后我就突然眼睛睁开，心里想说奇怪，我的水果呢？不是有一袋5000老师给我的水果，我为什么没有拿回家？它在哪里？我突然就在床上这边发呆，这边想，然后我想说不对啊，我不是有拎上高铁啊？就在高铁上方的置物柜上面，救命啊！哦，救命！所以我今天就是起床之后，我就快点想说要打去客服，但是他们现在很像挂失是用语音，所以我就快点语音挂失一下。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找得回来啦，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旅客啊，所以我记得我下车之前也没有人来我的这边的座位拿东西可能拿走了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实在太慌神了。对，所以我其实蛮有信心可以找回来的。对，然后果不其然，我就是今天早上大概7、8点快点先挂失，然后9点多就收到简讯，然后简讯收到之后，然后高铁的服务人员马上打来说，朱小姐您的东西寻获了，因为是水果，您要快点过来拿哦。我就谢谢你，谢谢有啦，其实我有收到简讯，已经确定帮我找回来了，我只是就是很软烂的状况下还要开去高铁，就觉得不行，还是得要开过去是橘子吧，掉在对3D Showcase 大家玩的还开心吗？我自己玩的超开心耶，现在找得回来。对啊，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个末班车其实已经没什么人了，然后再加上没什么人的状况下，跟我一起放行李的人其实也不多啊。然后如果真的要把我那一袋水果，好啦，他真的很想吃香蕉的话，然后偷偷要拿走的话，我应该也会察觉吧。啊，不对，不一定呢，因为我整车睡死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好了，我先一一跟大家打招呼，好像有看到一些新朋友。然后西亚伊拉塞，西亚你好，午安，欢迎来到的迪凯频道，你吃饱未？我其实还没吃饱，不过我今天就跳诶，所以没什么吃饭啊。Hello， 然后这位是拉姨吗？来，我没有喝奇怪的饮料，没有这种东西。上次掉水果的是姓朱朱先生，你说掉橘子的吗？掉橘子的是朱先生，然后这次掉了香蕉的是朱小姐。吃饱够好诶！我其实嘛就想要食饭诶，不过我今仔日有足侪话想要参咱面线来抬杠一下，所以应该是开台了才过来食饭安尼。阿兵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首先是涛啊，然后神语伊拉塞，亚球伊拉塞，然后上下不合，我们这个月的寿星伊拉塞。然后8月1号先生伊拉塞，吴昕老师伊拉塞，也谢谢吴昕老师那天其实是。他是护送我到高铁，然后末班车还看着我拎着水果进闸门的，你知道吗？然后没想到我居然累到把那袋水果就这样忘在高铁走一站，实在太蠢了，我的天哪！没事的，吴昕老师，我找回来了。那个失物招领，快点挂上去之后，马上就被通知有寻获这样子。对，这叶先生伊拉塞，长官伊拉塞。依旧是对我刚刚看到8月1号先生有打说回放又没有关，我快点关起来。福利熊我继续干练，我们福利熊就是送我们的这个福利是在吴昕老师身上，要吃整整1年份的高阶会员福利，以及我们的相爱相杀庆祝我们3D Showcase 完成以及专辑发行的该怎么形容这颗蛋糕好？对，这个朱蒂卡也会我是想说农历年前来制作一下，然后带上去跟大家一起同热，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痛并快乐着的享受吧。谢谢福利小福利哈。吴谦老师，你的水果寻获了，你的水果寻获，我会把它带回来。文宝伊拉塞，妹夫伊拉塞。说到这个，谢谢你们有去品尝我们的香菜粉原部虽小拿铁，还有
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谢谢你们都很捧场我们的这个档期，倒数9天的样子，直到1月18号哦，大家要把握机会，快点过去哦。我们这个不虽小拿铁真的不虽小啦，真的，我只是今天的声音听起来，我今天声音听起来也不虽小，只是很想睡觉。对，我们这一档期很意外的就是迎来了很多勇者逼碰碰愿意过去尝试哦，有我们的阿嬷，还有我们的社长哭嘛，他们居然偷偷过去，我真的觉得笑到快疯掉，你知道吗？他们的反应很明显就是非常的满意啊，不是吗？就完全不顾人家的反应，就对他们一定是很喜欢，绝对就是很喜欢哈。好，我继续追聊天室。然后泽野先生已到下看一下牛妈B 卷太小是不是？对不起哦。我现在才看到 B 卷太小，谢谢他啊。1年1度的吗？还是1年1度3D？ 1年3D 要1年1度，可能还是要有集资的力量。他那个真的是完完全全吃资本主义的力量，你们知道吗？3D 秀真的好贵哦，我们完完全全是在就是有限的预算做出就是最有诚意的表演了，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的那个变形金刚了吼，超屌而且这一次其实我们变形金刚的车体其实是韦忠诚老师替我们绘制的，我这2天再把它放出来比较明亮的图案，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天色真的比较暗一点，所以韦忠诚老师绘制的那些很精细的图就比较暗，但是应该你们隐约有察觉到就是车体外是有图案的，那个是韦忠诚老师替我们绘制的，真的很谢谢老师。恭喜猪猪完美演出，谢谢恰恰，感谢小妮妮，感谢你们当天的许多的 super chat， 还有我们的送出汇集的你们，谢谢，一个流血一个流血。好，但我最聊天是真的要追不到了，完蛋了我没有醉，长官。然后这位是 RAY， 应该是 Lie 吧。好，然后对，朱先生格斗那一趴没有把黑猫来不及升龙拳，然后那个他其中一个动捕点就被我的关节技弄掉了，你知道而且那个关节技的时候，那个黑猫那个手手太短，还固定不到它，想要十字固定不到，因为手手太短。想要十字固定一下那个手手过来，根本就抓不到。我们那一趴到底在干嘛？超好笑的。而且我等一下跟你们好好聊。其实快打旋风那一趴是前2天临时加进去的，你知道吗？真的是临时加的，所以那些素材也都是 YHL 老师临时爆肝赶出来的。可是对他而言也没有爆肝啊，对他而言这是信手拈来的素材，他就要快打旋风好啊。然后我记得像过了没几分钟素材就出来了吧。也谢谢大家就是陪我玩就是这么一场这么疯的工地秀。看到吴森老师在那么展望会爽可爱，超可爱的他就是默默的要看我就是东西都拿进去他才放心的离开，对，就知道我可能太蓬吧，就没想到到高雄还是蓬了，就是他放在高铁上。We say 罗老师，谢谢。3D 我自己其实也是在反复重复看，超好笑。福利熊真的自负美貌便可以要。趴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巫心老师回敬你的那个《甄嬛传》的梗图啊？好，我们那个福利熊姐姐在线上要跟我们的巫心妹妹尬广嘛？姐姐，你自负美貌便可以要我吃怪东西吗？对不起，我真的很喜欢环梗。同热好热牛妈好热，然后错了是13个月，忘记加这一次的了，是13个月是13个月是不是？好，没关系，福利熊说13个月就是13个月。我现在来那个不是牛妈，对不起，姨妈来潮期间非常不会算数，虽然说平常就很不会算数了。您说13就是13，小女子照办。然后我会记着你的场次，我会在那个摊位上面跟你谢恩，不美不黑。下周有空1月14号，谢谢神宇，谢谢。我们只剩最后9天，欢迎大家都可以预约起来哈。还想吃圣代吗？5000老师，快点把5000老师约过去。我想去吃看看波西米亚老师，欢迎哦。我们剩最后9天哦，把握时间。燕蛋伊拉塞，
更正是前一天吗？啊，是前一天吗？YHU老师，哦，前一天吗？哦，好，即使是前一天的啊，我们YHU老师也非常的信手拈来，就888的，就888的把这个素材做出来了。你看，那真不愧是 YHA 老师啊！而且重点是他专业到就连大宝老师的账号都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我开台以来，我没有跟大家玩过开打旋风，我也没有就是开台玩过游戏，很少，就没有玩过对打游戏啦，对战游戏。然后其实我不晓得说原来账号啊什么要怎么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 YHL 老师而言真的是信手拈来耶，那感觉就是已经在他那个基因当中了，几分钟之后这个素材马上出现，很夸张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素材马上出现，我就一直在看，这实在是太认真了，连那个 KO 也做出来了，所以我想说，这么认真是吗？我原本想说只是想要打打闹闹，哎呀小猫猫好讨厌，哎呀，但觉得不对，这么认真的素材都出来了，我来一个实质固定好了。对，我就在思考说要怎么演出这个实质固定。对，当然我有料想说，彩排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比较温和，但是我们正式来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把那个点点弄掉怎么办？就已经在脑子里面思考就千百回，就是说有什么任何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对，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十字固定。对，不管如何，还是想要十字固定。然后果不其然，我们正式来的时候，十字固定一固定下去，哦，那个某颗点点果然被我弄掉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完美的截到了，就是某颗点点被我弄掉的这一趴，对，好不好？所以啊，对，牛妈不干你的事，对，但是感谢牛妈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共感我们身为女性姨妈来潮的时刻，好不好？谢谢牛妈，对不对？我最佳聊天室，然后对 YH 的老师也老扛了，好不好？对，然后我想说，哇，这么认真哎。对，认真到我觉得好，我们来秀一下实质固定的。你们知道我说的那个点点吗？动捕都要贴点点，你们知道吗？吴昕安安接下来从秋头，对啊，因为吴昕老师当天在赶稿啦，我们团队大家都老扛，然后武谦老师当天是扛很多很多的一些该怎么讲，命理老师到现场要净化现场，对不对？那要净化现场的状况下呢？扛了一些比较可能不好的一些情绪啊、生灵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所谓看不到的一些能量啊，对，那些要净化掉，然后要扛掉，对，所以基本上现场大家都老扛了。那我呢，要扛住就是整场秀的主持，以及扛住这个姨妈，不要快点，不要这么快给我留下来，这个很重要。然后对。高雄猪脚公主18岁，所以这真的超好笑，超强的，你知道？有那个高清版本，我会在这2天快点在我的那个 Twitter 推一下，那个高清版本那个猪脚公主18岁，所以超臭，你知道吗？超好笑。然后但是要给啊，在外加12个月的。好，泡泡熊没有问题，我们趴熊直接逃掉，我们老干妈。配方蛋糕，然后加上芋泥馅，直接逃掉，你知道吗？我就要看看这个月，不应该是12月份的，就是我们小妮妮提出的这个。我只能说，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冲击性的菜单，到底有几位勇者敢选？保持处子之身没有被荼毒过，也是很干净的嘛。如此。那请问小王子怎么来的？冒昧问一下牛妈，请问小王子是如何产生的？特效出现时间点超赞的吗？你是说 KO 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对打的那个？你们应该没想到我们会玩快打旋风吧？对，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想到，因为我没有在开台的时候跟你们玩过，甚至我也没有开台自己玩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对你们而言是很大的惊喜。对，等一下我做一下聊天室哦，然后。转的各种台会找到2倍老康的账，是这样吗？武谦老师，好玩肯定要玩水晶宝贝，拉下水晶宝贝。最近如果要剪那个精华，欢迎就是我们大剪特剪，我们3D showcase 的精华都可以剪哈。这个彩排没有，对，这个彩排真的没有。武谦老师，这个彩排真的没有。我十字固定是我在脑中想了很多遍，但是我觉得先彩排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个效果，不如就是我现场来，对。但是现场来果然某个点点还是被我弄掉了，在我脚上被粘在我脚上，对。
抓着迪卡呢。对啊，速奔北车超好笑，谢谢吴昕老师，还帮我们预约到一个很棒的司机。要不然我是抢先体验实质固定特点，没有错。8月1号先生，他帮你们抢先体验了。啊，谢谢 FKL 嫂，感谢香菜，太感谢了，太感谢 FKL 嫂，感谢您的相挺，好不好？对，而且就是我先追完聊天室，我今天真的很多话想跟你们讲。开关先生伊拉下来，你看了3D 秀了吗？真是我看到那个一堆平躺的时候，对，因为吴昕老师他是在我的秀结束之后，然后才在附近的咖啡厅赶过来，因为他在附近咖啡厅专心赶稿，然后边就配我们的3D 秀，3D 秀结束之后他才过来找我们，然后发现一进来，我们工程师轮子啊已经倒在那边了，然后还有谁倒在那边？还有谁？反正各种尸体倒在那边，对。可是那个不是我固定他们。黄色骰子是谁？你们自己猜一下。大宝老师的本体不是黄色骰子，那会是谁呢？看到2倍老师扛了，看不到吴谦老师扛吗？吴谦老师扛是扛住大家的一些能量啦，就是扛住大家的能量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如果太焦虑或者是负面情绪太多，也会影响到整场的能量，然后可能会造成可能一些网路卡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赞啊！谢谢豆豆，一来就看到十字固定，哈哈，打招呼上十字固定，一个开心十字固定。FK 路上啊，这就是我们 Deco 啊，上课刚好聊好久哦，黑沙这不灵 Deco 猪猪姐姐开3D showcase 已经在前2天结束了，欢迎你去补档哦，很好笑哦。5000乖乖做真的没有出很大的问题，那基本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真的假的？是不是很准？对不对？福利熊，我跟你讲，5000老师真的超有料的，他是那种他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希望每个人都好。他虽然说很爱凑猪猪，但是他跟我讲很多就是关于命理方面的一些观念，真的让我很幸福，因为他真的很真诚，他是一个很真诚的在凑猪猪，但是又很照顾大家的命理老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位命理老师。虽然说他假装是你们的友军，但是他其实是我的间谍，你知道吗？你们不要被他骗了。苗选老干妈我等下跟你讲一件事情，很好笑。等我今天很多事情想跟你们分享。对你等下跟我讲要分享阿吹的事情，我就知道了。我担心我又忘记，但是我尽量记得。要忏悔，周法上厕所松懈了吗？没关系，我们命理老师也是要上厕所的，好不好？没有问题。对，松懈了一下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可能定格的那几趴也是很美的，好不好？你知道迪嘎真的没想到迪嘎太古灵精怪了吗？我就是要当那个你们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啊，让你们掌握住了这个3D 秀，不就不好玩了吗？是不是？哎，我继续追聊天室，等我一下。张大宝的腿好色，等一下。吴昕老师，等一下，我觉得 double 腿比我色，没错，我真的知道，姊妹被到底很干净的吗？什么叫做不行，不可以这样子，牛吗？我的那个料理不叫荼毒，我那个叫净化，可以让你们修身养性，知道吗？来，那个谁是必须应该，我们可以让牛妈试上一试，什么叫做全身清净，什么叫做修身养性，什么叫做净化身体的高阶会员回馈，只有朱蒂卡，知道没有？来，那个谁，快点破坏一下牛妈，谢谢。不知道到底是谁？因为好玩咯，是不是？趴趴熊他想被净化，我们就让他被净化，你觉得如何？趴趴熊、福利熊想通话到多到卡住脑了。然后我们这位是瑞恒先生，是瑞恒先生吗？谢谢您加入本频道最昂贵的神猪经历。你知道为什么昂贵吗？本频道6开头的数字的会期只有神猪经理啊，就连我们3200、3800的总裁，甚至是蒙总都没有像他如此的昂贵，是不是？我们6开头是如此的尊爵不凡。某一天，我在我的后台看到了为什么我的高阶会员3800、3200居然比我的神猪经理600块还要多人，而且是非常多倍的多。然后我掐指一算，一定是为神猪经理600块太贵了，没错。我们大佬只看前面的数字，我们大佬看前面说，这个6好贵哦，这个好贵，而且吃不到任何点心。好，我们不如加3开头的，这个3200、3800还有点心，看起来比较便宜。对，这就成了本频道的都市传说。于是加进去之后，他们每个月贡献3800、3200在我的频道，告诉我猪猪加你的高阶会员。我真的觉得
我吃不起猪肩了，对不起猪猪，我就只能吃海底捞。我听到之后就这样子啊，猪猪真的很抱歉，我加你的会员，我真的对不起，我吃不起西体，我只能吃芦丝葵。我就这样子啊，哪一天我也加一下我自己，我是不是就吃得起这2样了？我还没吃过芦丝葵跟海底捞呢，好羡慕。这是本频道的一个都市传说，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总之，感谢这位瑞恒成为本频道神猪经理，谢谢你。然后我们的大宝是不是又来了？大宝，欢迎你来到猪猪的频道一起聊天。我们欢迎彭虾催泪，让我们听到你的尖叫声。好，大宝，对不起，我真的很爱 Q 现场。对，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房间里面，对，我们现在没有在任何奇怪的一些工地秀现场，但是我真的很开心大宝来到现场。大宝，你应该有看到，就是自己成为管理员了，可以确认一下。然后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为什么一下多了这么多留言？我可以就是啪啪啪的，就是直接跳下去吗？直接跳下去我就赢了，对不对？然后猪子伊拉塞，猪子，欢迎来到猪猪频道。然后最近身体保重，大家生活工作都加油。那么我的间谍吗？不是，好 OK 好，对了，那被料理图出来，料在进化，不不需要进化，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好吗？口多利马斯，好，口多利马斯。等一下。有吗？你居然如此唐突，用您的什么这个叫什么里程碑回应我 no 吗？没有 no 的选择，一旦你被狙击，就没有被选择的权利，知道吗？你也就等一下，我知不知道聊天室？等一下，那我看一下，有他们的小老婆那个是不是让想谋害你们的保险金吗？不是这种东西，那保险金什么的，如果你们找不到人签名，可以过来让我签是没有问题啦。对，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神猪经理让我感受到了我金光闪，没有错，尊爵不凡的神猪经理，好不好？6字头，我们6字头6字辈的这些神猪经理，好像5只手指头算得出来。那香菜拿铁必须6根清净，对不对？我喝到第3口，马上思考人生的这个香菜拿铁，欢迎大家快预约起来。等一下，不是他哇，你也是大佬，不要这样哦。喂 H 老师不是知己吗？是误入歧途吗？不是，误入歧途什么的，别这么说，毕竟是尊爵不凡的6字头六字头的这个神猪经理。对，但是如果你哪一天真的觉得掐指一算，就觉得这个6开头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没有东西可以吃，对，然后又觉得比3还要贵不成器，像动手指增加您的会接也是可以的，好不好？等一下，猪哥就会可以吃我就等一下。我只是觉得我们家大佬加了就是高阶会员很多都那种真的娶妻生子的很多，好不好？是不是？然后谢谢汤姆先生，感谢你，谢谢。我们这个先来置顶一下哦。先把那个汤姆先生这个先顶上去。我努力追聊天室，你们等我一下。这被磁场拉过来的吗？大宝，请问是什么样的磁场？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大宝，然后。香菜磁场太清楚，もしかしたらパクチー苦手かしら？大宝，请问你是不喜欢香菜派的吗？你知道我们现在聊天室飘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是香菜哦。喜び。大宝，我们现在聊天室飘的这个绿叶是香菜哦，有没有闻到满满的香菜味？看你吃香菜什么不能吃？对，悟星啊，听说1月。要下高雄找我是吗？我会好好的疼爱你的。大宝好像来一杯喝了人参，我有新体悟。大宝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这边有 VIP 证，就是不成器的话，可以带你们家的小公主过去品尝。就是当然香菜很多小朋友可能比较没办法，但是我们有芋头冰淇淋，相信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而且很好吃的。5000规划一条龙产业链，没有错，一条龙产业链，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了，小天。小天，你怎么跟着讲干话？你不是我的友军吗？大家就香菜。对啊 ，Q 哥一来3让我听到你们尖叫声，我们的香菜勇者 Q 哥满来了。Q 哥，您评理，您就直接在我面前把那一杯的香菜直接就撒进我们的香菜拿铁，一饮而尽。勇者如你，快点帮我评理，反击一下他们。我们的香菜拿铁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的一些形容词。好，迷幻，它很迷幻，对，但是我不能说它难喝，因为它是香菜，不可以是难喝，它只是比较迷幻啦，不是大佬那种一生病就传那个料理到不是，
我们有选择权的雅晨，你不像其他大佬有些没有选择权。香菜问题不是口味，是吞下去让我那种鼻腔冲出来那个，我觉得很享受。我觉得那个就是跟羊骚味一样，大宝。不晓得大宝喜欢吃羊肉吗？我觉得那个羊骚味是共同的道理，异曲同工之妙的。那个羊骚味吃进味蕾，吞下去之后，又从鼻腔窜出来，你知道那个多美妙吗？这样想来想去，我好像很喜欢一些味道浓厚的东西啊，例如臭豆腐或者是纳豆，我都超喜欢欸。不对，这样子我会被误会，这样人家会讲说我味蕾奇怪。不对，我只是爱品尝美食。芋头可以对不对，大宝？如果真的不成修好，这边真的有 VIP 券，是不知道我的大稻埕会不会离大宝那边太远？这样子，对，群老除我有老快派，你们都是大佬，你泡泡熊，你才刚砸了3-4万块给我们吃蛋糕，你在那边大宝老师喝下去，灵魂会升华吗？我们只是会说这个会亲近我们的舌尖味蕾，让我们体验所谓的迷幻，不是梦幻哦，是迷幻，好不好？有。Q 哥啊，你也是我们的大佬啊 ！Q 哥，你的肝脏还在吗？我们这一趴，我们这个3D 秀，说真的是在很后面，大家才快点把 round down 确定完。对，因为朱迪卡也拖着他已经前往该硬化的路上的肝脏，在我们专辑制作完成之后，然后马不停蹄的快点冲上我们3D 秀的进度，但没想到那个时候只剩最后1个礼拜了，哇靠，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刺激。我们真的花了半年时间把整张专辑跟3D 秀真的把它砍旧掉了。我真的觉得我们团队真的值得给大家拍拍手啦，真的真的非常神秘，对，很棒。Q 哥就是一个非常经过社会化的形容，我们 Q 哥就是会做人会说话，对，他没有说难喝，他也没有说奇怪，他就说一个神秘加上我的迷幻，你们可以去想象它的味道，知道吗？是不是 Q 什么都吃那都可以，什么味蕾很奇怪？不是，你们不是，我跟你们讲，那个纳豆真的是超级原型食物，你们真的要好好的爱戴它。对，因为在日本便宜到不行的东西当然是狂吃啊，而且对身体很好。有在重训的不能不喜欢纳豆，有在重训在深蹲的你们纳豆要爱起来，知道吗？松松老师最喜欢瘙痒了吗？我知道你最喜欢你们家洋洋，我 got it 哦，我知道啊，苏苏老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的前2天3D 秀了哈？米娅伊拉夏，台湾人说这么喜欢，台湾人说的喜欢的人会很喜欢吗？你说的是香菜，还是纳豆，还是羊骚味，还是哪一个？米娅包含 BL 部分吗？就是喜欢这种重口味吗？对，我都看那个，我现在不要跟你们讲。这个我跟欧仙老师讨论就好了，看得挑战香菜拿铁吗？可以啦，大宝。对，来，我们香菜拿铁，我们把这个十字固定先放到旁边哦。来，十字固定先放到这边，我们主打十字固定。我们香菜粉圆不虽小的，一点都不虽小，你们喝下去真的6根清净，你们心态会变得很清净，会变得与世无争，你们有什么烦恼直接一饮而尽。你们喝到这一杯，你们真的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被烦恼了，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烦恼了，一饮而尽就对了，好不好？开始思考人生可以让我思考人生的味蕾，你们要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像喉咙的香菜的酸味，不可能，我听你好小，不可能。大宝，我这样子好想把我们的 VIP 券传给我们大宝老师，再请大宝老师转传给你，可以吗？大宝，好想请大宝去喝。好了，我把 VIP 券丢给大宝老师看，大宝老师要怎么转传给您，这样子配芋头火锅可以啦，芋头火锅绝对赞啊，吃了会迷幻。那小当家怎样？不行吗？我就想当一下小当家，不行吗？怎样？咬我啊！对不起，喝口水。来打那个纳豆来吗？炸臭豆腐吗？我跟你讲。可以，我之前看到有人纳豆搭臭豆腐，一看就知道是非常 nice 的组合，好不好？你要吐槽，吐什么槽 ？Q 哥要追不到聊天室啦！等一下，不是我没有拖延症。等一下是谁说我有拖延症的出来？我们团队没有人敢说我有拖延症哦，我根本没有拖延症哦，完全没有，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奴性的人哦。谁说我有拖延症？出来！我跟他理论，我们团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有拖延症，因为时间真的很紧绷，真的整个肝脏都没了。他们都知道我真的是每天压
力3大，你们知道吗？说整个群组你是最弱的一个吗？不会啦，雅晨，你们彩排真的让很惊恐吗？其实我们彩排什么的时间其实也都少少的，但是其实单纯真的3D 秀真的是很凭直觉，因为彩排有些东西是觉得快点让它过去，然后知道那个什么场景要怎么切啊，然后至少可能 Q 跟工程师那边他们知道要怎么去 run 这样就好了。对，然后我自己的部分讲的部分就尽量先简略，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时候切，所以我有把关键他们要切之前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台词先快点编辑出来给他们。对，然后就那种闪月跟轮子的强项是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们真的没有要为难你，问 Double 老师就知道我每天到底在忙什么。我真的是忙到真的是很多东西只能压在后面，对。但是 round down 我尽可能快点出来了，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你知道前面要做专辑多累吗？前面那个专辑又卡到我可能生病，真的是完完全全整个人都要没了。可能真的吃了不好加班独大这样子嘛。然后。好啦，后面的部分只是有一些分镜的部分，对，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 Q 跟轮子，因为有些分镜他们也是在前一天临时帮我们做更改，对，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也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但是我真的没有拖延症，你们自己去问大宝师，完全拖不得，完全24小时时间不够，都没有睡觉的那种，知道吗？而且什么拿铁彩什么满脸彩唱。对啊，然后我要追一下聊天室，很喜欢什么原型食物，什么比如汉堡是那样的原型吗？好，那样的原型食物也很好吃，像是拿铁部分那都也是啊，那种。然后来去什么北港真的假的？那个好像很好吃，其实我还没有吃过哎。好，谢谢大宝的推荐，下次我们来吃看看。那都超好吃，味道很丰富，而且有拉丝嘛，是不是？我们松松老师就很懂，6根筋比亲近农场还亲近，真的，你们喝下去，真的不用去亲近农场了。听说亲近农场这2天有下雪，想去吗？你们先把香菜拿铁喝下去，亲近到比亲近农场还亲近。前一天还在做调整人，然后到那条就。好啦，我知道啦，就这件事情跟你们道歉啦。对，就是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先问看看，对，看有没有得调整。但是2位勇者居然真的愿意帮我们调整，谢谢你们啦，感谢。而且我先说，我们在做专辑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调整到最后一刻。对，我们真的是1调整、2调整、3调整，调整再调整的改病。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可能3D showcase 压到比较后面，是因为我们在前面一直在调整专辑的事情，完完全全可能3D showcase 就是一直只能轮到后面，就连我跟 Double 老师每天就是一直在调，然后很多字。很多一些什么有的没的一些唱腔也是无限的调整，你知道吧？对，那就是3D showcase 压到比较后面，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我知道的什么？硬耳机没有烦恼会迷幻吗？为什么要结局我？我觉得我讲的是事实啊。小当家好像死掉了吗？小当家为什么？真的假的？其实我没有追真的假的？生活像绿光吗？仙女舞小当咖是什么？我们欢迎我们黑香酥鸡怪拉塞，然后到的跟你要了吗？当的部分我知道你很久就跟我要，但是我就说我们是真的压不出时间，你相信我，你去问大宝老师可以为我作证，我们真的是忙到快死掉了。要不然我们大宝作证，大宝，我们要来，大宝，我们半年以内要把专辑发出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大宝，你在线上吗？我要把大宝挖出来帮我讲话。大宝，你说我们要把专辑在半年做出来，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是故意的嘛。好啦，但是 Q 哥，我知道你会很辛苦，我们香菜拿铁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跟你一打好不好？这是以表我们的歉意，好不好？对，然后接下聊天室，然后钢管吗？我跟你们讲，钢管真的想做，对 Q 钢管一开始真的有想做，但是碍于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做。可能现场吧，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跟 Q 接洽的时候，已经是很早的事情已经是很早，还合约书还没签，然后也不晓得说是不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已经有问到钢管了。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想做看看，只是到最后很像执行度太高，对，然后之后就想说作罢。
未来啦，如果大家真的有遗憾的话，可能我们在想说，如果未来真的还有类似这些比较台味的表现的话，基本上我们再看有没有办法加钢管，好不好 Q？如果之后还有得玩的话，预算如果真的有，还有预算可以玩的话啦，简单来讲，预算真的是很烧，超级烧。要偷的话 ，Double 也会来杀了。对啊，因为 Double 基本上我跟 Double 完全没有办法，应该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我们其实每天的排程真的是多到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想象，就是你一天24小时，但是你有10来件事情是同步进行的，那个时候没办法，你有些东西就只能一言再言，因为那10件事情好了，就是你当天一定非得解决，对，每天就是都这样子哦，对。但是我知道 Q 他们真的是等我们等得很后面，我真的是对很抱歉，然后也很谢谢他们真的是超赞的团队，交给他们真的是超级安心。补充一点那种软干剂嘛，谢谢，很需要。然后那什么庙会洗，那是什么东西啊？庙会洗面的时候，他被作者写死，哈，真的假的？小当家真的死掉吗？然后作者有发文，真的假的啦？作者把他写挂了。还去问 AI 怎么办？可是作者一开始不晓得他会挂吗？真的假的啦？什么豆瓣酱比什么对，现在现场说犹豫我要不要红牛加野格，野格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红牛，是不是大宝帮我们讲话了半天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我们真的做出来了，我们的肝真的是烧出来了，你们知道吗？啊 Q， 你就看看大宝哥，他都已经帮我们证实了。好啦 Q， 下次就是2杯啦，够不够？2杯，我们2杯拿铁，然后帮你加那个3倍量的香菜啦，那好不好？可以啦哈，干嘛人家拖下水？没有，我们大宝出来成绩了，真的不是故意的。半年压一张专辑，我跟你讲，没有人敢这样做啦，就只有我们团队。对，我们知道非常非常的冒险，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时间不这样做的话，真的不行。好啦，所以我们团队大家其实都真的很耐操，超级耐操的。对，我专辑真的很棒，就我们听到这么喜欢的专辑嘛，谢谢。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加上一些喜欢猪猪的滤镜，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没有应该说不知道我频道或者是说不晓得我经营风格的人来听，他们也可以惊艳到。但是我相信，我有感受到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的专辑，我们真的是很开心。L猪说而不是拖延，只是忙到了最后。唐王，太感谢你了！我跟你讲，老娘这辈子做事最讨厌拖延，但是呢，没办法，有一些东西就只能让我拖着，是因为每天都这么忙，就像 Q 的软糖，真的不是不去弄，因为每天有这么多事情，当天要被追杀。对，有自己 double 金融就弄。对，半夜3点的时候嘛，真的假的？对，因为 Double 老师他基本上都是半夜工作，然后我都是早上工作，所以我们是交替，一个阴间人，一个阳间人这样。半年出专辑是从来没听过吗？其实不是没有，但是你要出一张质感高的专辑，基本上很冒险，而且大家的心理素质要很高，因为那种东西是一改再改的。对，而且它不可能，我们录音室录一次就直接过，不可能，没有这种东西。你要出，可能要跟很多金曲自备的前辈去竞争的专辑，基本上我们是从头改到最后，对，没有错。所以专辑出了前一刻，我们还在改。大部分运动狼，恐惧症候群这样子，要前进庙会可以吗？大宝，我其实每次看到大宝与神同行，我都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宝，你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很真诚。然后虔诚的一位信徒，然后我其实这一次没想到真的可以有这个缘分把你牵进来我们的专辑。其实我有跟大宝老师讲说，我是哭着听完你那一 part， 你知道吧？有时候真的觉得神明真的是很慈悲，愿意把很好的缘分留给我们。我觉得你们跟大宝就是我们很棒的缘分，真的啊！喝口水。有机会一起前进庙会，我会很开心哦，大宝。然后钢管猪尾手烤全猪，有大宝跟大半夜送完吧？对，
这个真的是很谢谢 Q 哥跟 Double 帮我顶着，因为 Double 那边的接洽基本上就是都帮我 hold 着，就是 Q 这边3D 的一些接洽，所以在专辑结束以前，可能有发现我都没有办法出现，是因为完全是真的压在那边，就是我光是可能录音啊，重录很多遍的那个状况，我可能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出现在3D 的讨论群，真的完全没办法。然后等到我们专辑出现之后，才有办法密集的出现在我们3D 讨论群，但那时候已经在尾声了，已经在尾声了。然后 Q 就跟妈妈一样啊，你们那个什么东西还没有来啊？你们那个 round down 呢？你们不是说要给我什么吗？你们那个到底在哪里？好啦，来了啦，都来了啦 ！Q 庙可以，对大宝，希望我们真的一起有机会前进我们的庙会。今天怎么回归正常开台了吗？我觉得今年可能我每天都想回归正常开台，我每天都想回归正常开台啦。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想要冲刺的一些路线比较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觉得啦，因为去年2025年的忙碌的强度太过于强，就是忙碌的强度已经是怎么讲？很像没有实际去进行，很难想象到底我们到底在忙什么，但是没有关系。总之2026年也是忙，可是我们还是会以开台为主，对，还是就是可能回归比较多的开台，但是我们希望去闯荡的什么金曲奖，或者是其他可能像大宝现在有提出的一些我们可能庙会式的合作，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去闯看看的。然后当然是希望尽量不要影响到开台时间，我尽量。讲个小八卦，什么 Q 哥你要讲什么小八卦什么有没有要弄个什么庙当舞台，但是觉得很普通，虽然很精致，所以提议了舞台电子花车，然后一开始想要不会对，说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谢谢 Q 哥，你们看到那个最后这样对的那个。我们没想到说闪月工作室真的愿意帮我们做出来耶，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案子很有趣，因为他们觉得说，因为其实这个台位的东西其实就很吃个人的 sense， 然后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圈子要玩本土文化的伙伴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多，要看缘分，对啊，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缘分接洽到 Q， 因为刚好就是去年金笔奖的我们的3D 建模就是麻烦 Q， Q 你真的把猪猪的3D 做得很漂亮但是那个75C 好像怎么压就是童叟无欺，这我没有办法，这个75C 真的童叟无欺，我真的没有办法 ，Q 哥我没有压过，对不对？怎么压还是如此的童叟无欺，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怎么压就还是对，童叟无欺。对，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整理在这边，等我一下。今天好多话想跟大家说，等一下。对，好，然后关于那个75C，我们可以大家再延伸。然后总之 Q 提到的这个让我觉得很感动，是一开始我们只是就是一般电子花式，想到这样就好了，因为但没想到他们居然愿意就是说好，我们来做开那个变形金刚式的，超烧经费，你知道吗？即使经费在烧，还是继续做，还是做就对了，就是做，真是超级赞的，而且做出来那感觉真的是超赞的，超赞。等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会戴纳多帮你加的球球。等一下，我想要求我什么？要求什么？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啊，完蛋了！等一下，野格炸弹，对，太强，这种事情一次就好了吧？什么事情？可能下次我们真的去庙里建模真正的庙吗？我其实很想啊，大宝我们超想，可是那个全部就是满满的经费，就是可能要靠那个资本主义的力量，或者是哪一位那个我们的大佬爸爸砸钱下来给我们做，我们很想，我们其实这次的3D 秀能够做到尽量抬，我们就是尽可能，但是我们说真的，因为经费有限的状况下，还好 Q 哥愿意帮我们把就是变形金刚做出来，这个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所以才会变成说我们有就是可以开卡车带大家到处走的这一趴。然后我就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说在可能预算没有这么充足的情况下，我至少可以带个行车记录器，然后到处去拍一些可能高雄的一些梗，然后就带着大家，然后绕一下高雄之类的。对，所以就是整个 round down 的起承转合，其实是到很后面才出来。就如同我们 Q 哥说的，到很后面才出来，对，很多事情就压在那边。然后我其实
秀的部分我很在意连接性啊，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下一首歌，就觉得这句话有点无趣，所以我就一直努力在想，在短时间想说我有没有什么一些契机能够把这5首歌串起来。对，我觉得所谓的秀其实它就是要有表演性质。对，所以就是在想 round down 的时候，不得不说我真的花了一些时间，然后也让 Q 等很久，是因为我不想很无聊的就直接丢一句话来，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歌，谢谢。这样其实我很快就可以把 round down 给你但是我觉得那样子就很无趣啦，所以才让你们等那么久，不好意思。然后去庙里神明跟他们聊天嘛，我觉得因为其实大宝本身跟神明是很有缘的 K K，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有把建模建出来的话，其实大宝是真的可以请出那些很厉害的神明们。对，不过如果真的要建那个庙里的建模，其实真的是满满的经费。对，是，所以对 Q 哥应该也非常了解。然后好想弄一个庙的场景，唱得这么帅，怎么会哭嘞？大宝，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啊！但是那个就是满满的经费啦，就是满满的资本主义这样子。83先生已拉下，收到金曲报名单在上面报了，谢谢5000老师。我们这次金曲的报名表上面就是有列印下来，传给我们5000老师的纸本，然后已经在我们3清道祖3位板板前面。祈求我们今年度至少让我们去走个红毯啦希望有机会至少去走个红毯。对，因为我知道就是金字辈的这个奖项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希望小女子还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入围个什么奖项，去走个红毯也开心，去见见世面这样子。金曲是必入围的吗？真的假的啦？大宝，你这么看好我们吗？我其实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一直傻傻的跟着 Double 老师做，就是所以我才说我运气很好。为什么？我从第2届金币奖开始，然后我说真的，我上次配信我跟你们聊到，我其实在我第2届金币奖得奖之后，我反而心情是很慌乱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奖项很多的奖品，我不知道怎么去统整，我其实很慌，我其实很焦虑，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我要怎么去接洽，因为第一我是一个时间很少的人，然后第二即使接洽了我不懂，我真的不懂这些东西。对，所以我才说还好那个时候大宝老师直接就把我所有的奖项奖品扛起来说他就直接真的是把一只犬猪扛在身上，从头帮我整合到尾。然后再加上运气很好的是，我们去找 Q 谈的时候，他也真的很阿萨里，跟我们讲很多方向，甚至就是我们在聊到就是经费有限，可能只能做电子花车的状况下，他提出了变形金刚这一点，真的让我们很感动。而且我跟你讲 ，Q 他虽然说是个大E人，很爱讲干话，我跟你讲，他认真起来真的超帅，对，认真起来真是他妈超帅，而且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只是就很爱讲干话。这一直在爆你的料，对，所以我就是从头到尾，其实就是我们从卡加开始，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得奖，然后得了奖项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奖品，然后这些奖品刚好又是交给很专业的散乐 Q 哥来进行，然后接下来我旁边又有大宝老师愿意帮我拉着，然后很多事情都反正就拉着我去进行就对了，对，所以我才说就是大宝老师是全世界最暖的神棍。对，他常自嘲自己是神棍，因为他觉得自己讲话很北烂，很像骗子之类的，说自己是神棍。但是我就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暖的神棍啦。这个团队开了好多人都很有神明缘。我跟你讲，真的，5000老师，我也觉得头皮发麻，因为就连 Q 哥也是 ，Q 哥他也是就是我以前没有跟5000老师讲到，就是 Q 哥他也是看得到的啦，也是有这个体质。要有什么好玩的来玩吗？要玩，大宝，缘分既然开启了，就玩大点吗？大宝，我们什么都想玩，我们就很担心，就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扛不住而已，要不然我们很多东西都想玩。对，然后骗人明明就是其实我机会。我跟你们讲，我有跟 Q 哥讲说我想要缩进去，我真的 Q 你真的要还我清白。很多人问我说这个不是75C， 我说这个是 Q 说是就是，我
我说我跟 Q 说过了，有说进去过了，真的75星。讲话途中被关起来，面线偷偷跑走，对，那个超好笑。对，那个就是那个开盒，其实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好像没有彩，我想说开盒就现场留给现场好了，所以彩排的时候想说把握时间，我们就只有很像就只有蕊一些转场什么之类的，所以开盒其实我们真的是在正式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面线会跑走，超好笑。哎，马克先生，欢迎3D 家人说好会唱好赞吗？怎么？什么播音757播音757都出来了，谢谢马克先生，我才要谢谢你们的赞声啊！被我们抓进去的大佬们，你们声音都好棒。场地只能租到停车场，没有关系，就是因为我知道 Q 他们帮我们做到停车场，我才灵机一动，联想到去年我们的那个 B Stage 演唱会就在博二旁边，我才故意把那个我们最后的画面切到最后博二停车场那边，就是做一个结束，所以整个才串起来这样子。你这边好沟通吗 ？Q 超好沟通啊，而且超把给，Q 超好沟通，把给到不行，你知道吗？而且 Q 我跟你讲，我在前1-2天跟你们聊到那个分镜，其实我想说我就提看看啊，如果没得换也就没关系，就算了，对。但没想到你们居然直接扛起来，直接帮我就是把它有一些分镜做调整，我真的觉得他妈超加分，你知道吗？我心里想，哇靠，这个3月15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国际认证的好了，已经不止台湾了，我觉得已经推向国际了，超敬业，你知道吗？因为 Double 是很幸运嘛，好险遇到草草介绍，的确我是觉得非常幸运。那当然就是我们在去年一整年的忙碌强度，我们里面有一两支。其实也是有第一次感受到我们的强度，然后略显崩溃，但是大家都还有 hold 住，对，很棒，大家真的都很棒。对 ，Q 老师有机会线下碰面聊天，我跟你讲，大宝 Q 哥他是超级 E 人，他现在搞不好就可以打电话给你聊天。Q 哥他是超级 E 人，他搞不好就是对你们可以就是私底下可以看怎么交换一些联络事项这样子。3D 大绕境好想要，大宝好想一起玩哦。没事手楼，但是我跟2位老师搞的对，反正有很多点子，就是我们一直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然后 Q 那边一直在努力引导我们说可以怎么玩。对，真的好好玩，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场3D 真的好好玩哦，好好玩啊！对，神棍他自称神棍。Hello 安安伊拉塞，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我们今天的后日谈，我们迎来好多神人，对，跟神有缘的人在我们线上。然后轮子，不好啦，我想办法。谢谢啦，轮子就是其中一位，就是吴昕老师赶到现场已经躺在地上的其中一位。对，谢谢，我私下聊过，是不是？原来如此，吴昕老师知道。原来如此，好，原来你们私下交流过了。面手榴弹可以让迪卡接住吗？就像那种接炸弹的马爪。这个可能要问 Q 哥，好不好？就好像没 take 到什么。你说波音757吗？你说那个战斗机之类的吗？你说的应该是那个吧？如果是那方面的话，应该有吧？我不知道。对。跟这下植物彩月这个顺序才对，不然直接叫彩月好吧？好，植物彩月好，没有问题。植物在最前面，没有问题。我喝口水，我总算接到聊天室了，救命啊！谢谢大家。而且啊，虽然说跟大家忙到最后一刻，可是我只能说，这一场3D。我自己真的是好满意，从头满意到尾，太好玩了，真的是太好玩了！我真的好喜欢我们这场3D 秀。我不知道大家客官们的观看感受如何，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很多没有遗憾了。对，太晚说认真说可以吗？对，就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真的都在最后一趴才做确认。都最后一趴，因为前面完全时间都给专辑嘛，就是那一张不可能的专辑，真的在12月20号发行之后，我们团队才快点把一些精力还有时间快点挪到我们的3D，然后就快点就是跟 Q 接洽很多事情，然后很多的东西其实真的也都是临时才决定要干嘛。对，所以对我只能说，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千钧一发，你知道吗？然后真的很emo，第一次见面遇到这种认识30年一样，对。我很难得遇到跟我一样的人，就是 Q 哥，歪曲吴老师。
我之前有做过什么 AT 立场防护？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好酷哦！好像那YHL 刚见面聊得很，对，到底是多尬？有这么尬吗？说第二次、第三次再熟一点啊！一的疯狂。好，我知道有些场合可能对 I 人而言其实需要一点时间的。以前要让观众懂内丢道具砸主播有这个我有看过，很快乐吗？意犹未尽。我自己是觉得超级快乐的，我自己看本猪自己也很享受我们这场3D 秀，而且我们的节奏其实抓得还蛮快的，所以就下一秒你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我们干嘛啊，我就觉得就很好笑。慢火熬煮就是这么大火快炒。对，我是大火快炒没错。这人好恐怖，谁都能聊。大一人，我们大一人就这样，谁都能聊。怎么了？不行吗？把迪卡专辑传教给血肉前谢谢，我知道，因为 FKL 上之前有跟我讲说，他就是有认识血肉的前鼓手，然后有跟我聊到这个，我很谢谢他。对，那不管有没有机会入围，都很谢谢你愿意帮我把这张专辑传给他听。对，就是尽量多多帮我们推广，帮我们的肝脏推广出去。这晚上各位老师说神力超人，对，就是而且 Q 他也不敢催我，你知道Q 妈妈她就是只能在后面就当个气噗噗的妈妈。这只猪到底 round down 什么时候要过来？你们东西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可是又只能在后面看我们就是忙成一团，就是我们的专辑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就只能忙成一团，然后他就只能在后面气噗噗，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给他 round down？ 就真的很像妈妈。然后最敬业的是他们接到了任务，完完全全没有在跟你狗气杀，反正就做就对了，反正他们就拼死命做，就很感谢，真的超感谢。I 人恐惧，但是你们每个人都是 I 人吗？让我想一下，我不相信，没有。那Tawa，你是看状况 I， 你有办法跟我尬聊，我有点吓一跳。对，就是应该有1/4的时间在地上吗？你是说去年吗？你说去年1/4的时间在地上，然后其他时间都在起飞吗？要这样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我只有1/5的时间在地上。然后我的确是超级E人啊，对，就是我曾经想过或许我很 I， 但是我想了一下，不对，我怎么想都是E人，就这一点我可能没有办法欺骗你，我也不想欺骗你我自己，我就是个E人。对，八三先生爱人害怕 AT 立场，等一下 AT 立场防护盾就是在你周边建立一个半透明的罩子，被丢到东西会有涟漪，然后有协调的。等一下，好酷哦！等一下，我突然脑子不太理解是什么东西，但感觉就是很厉害这样。然后大噗的一声，阿雷嘎，我想说是战斗机，不是，我就说我那个75C已经是被压过的，原本是更加的原本是更加的雄伟。对，某次工作结束吃饭，大家都是我们E人。我没有这样子想过，这样子想的 Q 哥真的很可怕，但是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我虽然说很 E， 但是我还不敢就是到处去找人家聊天。我想说有些 I 人他们其实工作完了只想休息，对，但是我们 Q 哥完全没在跟你客气的，就整场这边绕一整圈，一个一个聊，你知道吗？等一下，你刚刚超一不会是说 ED music 那你说这个那你ED music 薄荷好了，薄荷应该算 I 啦，对，薄荷真的是 I。然后恰恰是 I E 人吗？好，一半 I 一半 E， 我觉得应该也像。那天一打5吗？我那天1打5吗？我1 2 3 4 5有吗？1 2可是我觉得 Double 老师应该也不算是 I 人吧？好啦，总之我跟 Q 哥一人一桌，E 人照顾许多 I 人，好不好？所以我们才分开一人一桌，这样好吗？我说3D showcase 的都在地上啊，对，我要喘息，而且我跟你讲，地上超好玩的。对，你们在3D 秀的时候会发现说，你自己被解放的那个当下，地上真的很好玩，超好玩。地上
感谢你加入猪猪的猪仔专员，3D Showcase 好看吗？我自己是看到真的笑得合不拢嘴。然后 Minu 桑伊拉塞，迪卡真的是艺人教科书诶，不能用艺人来形容迪卡那种，迪卡是来定义艺人，原来我是来定义艺人的，是这样子吗？我有这么伟大吗？艾人现在还回复刚才香菜吃长话题，等一下，对不起，等一下，我快追聊天室，我又追不到了。知道老婆，好，我知道，然后雅晨会线下唯唯诺诺，对，看得出来，线上讲干话，你有没有关系？而且宝贝卫生棉，大家慢聊。好，大宝要去问王爷了吗？好，快去问，大宝。虽然说不知道问什么，对我刚就是跟大家聊了好多话题，应该是想要玩那个3D 绕境，是不是？好，王爷说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能马上就有机会在今年实现了？哦，好希望有哦。好，大宝老师 ，OK 的，行 k 宝贝，拜拜，一对拉塞，有压过。是不是我们那个胸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个有点大，这个已经真的是童叟无欺的状况了，这个可能请 Q 哥帮我们压一下，对，但压下去之后会发现，不对 ，Q 哥那个很像还是不止75C， 然后 Q 哥回我一句话，没有啦，这个真的比我们家子午还小了，真的，我就心里想说。那到底企业式的大家到底是多大？我的天啊！可是不得不说，观众真的很喜欢我们又大又晃的3D 神官帽，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维持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大很晃的3D 神官帽，他们很乐意被3D 晕，好不好？对，好，我们大宝是真的要去，真的要去拜一拜，1打5吗？吓我一跳！我想好奇怪，我那天应该是很乖的坐在桌上。I 人是单纯会用那个，对，其实我也不用 IE， 对我很久没用 IE 了，好不好？很久没用了。然后吃饭是被什么 Q 算命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武贤老师坐下来之后，我就马上坐在他旁边，老师来，我要加持一下，然后完全不想让武贤老师好好吃饭，然后。就从头到尾一直问他命理的事情，这样。我是 I 人上，好，小天，我们的土味情话真的很棒，对，不愧是我们小天哈。艺人有战斗力等级的话，我就超级赛亚人。我跟你讲，有 Q 哥在，这我不敢说哦。这个我对有 Q 哥在，我可能只在旁边当小喽啰，好不好？对我只能在旁边当那个饮茶，被打趴的饮茶，好不好？对，去熟悉。没有下次我一下，对啊，我想说，我考企业式的大家到底是多大？那个胸不是基础应该是低吗？对嘛，所以我才想说，我想要再压下去一点，但是我想说算了，就给观众们福利吧。他们自从看到我们的3D，他们超满意的，你们知道吗？他们期待到不行，都不能把 C 看成 G。等一下啊，小妮妮，谢谢8个月已是组总裁，时间过得好快哦，很快耶，小妮妮3月份的生日，差不多就可以迎来1颗蛋糕了，时间过得好快，谢谢小妮妮对猪猪频道的支持以及爱护，95是吗？所有的小，我就想说，哇，真的。哇，真的只能说我们的3D 就是自从被放出来之后，好像大家都很满意。对，我就想好，那就不要改了，就不用再说了，就这样子。对，反正我就是75C， 童叟无欺。对，就是这样子，就是75C 童叟无欺。对，而且我们的香菜麦克风真的很美，超级漂亮的。真的，我是觉得整场秀啊，从头到尾都好喜欢哦。超级喜欢的，对，真的超级喜欢的。然后也感谢子午 Q 哥愿意等我们这么久，对，因为 round down 的东西，不得不说，我是比较龟毛的人啊，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说，到底什么样才叫做有趣的 round down，对，所以才会就可能在制作专辑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抽出任何的时间，是因为其实就如果真的是下一首歌。就这样顺进行的话，其实 round down 是很快的。但是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梗可以插进去？对，所以才会可能拖到比较最后一刻。只能用一个国家形容加拿大
加拿大是吗？加拿大 Canada 那个真的太大了。对，我知道大哥说的是神官帽，也感谢大哥在我们现场使出的彩虹必杀技，而且大哥对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出现在我们的3D Showcase。我们家的面线们，我觉得这次因为其实我在聊天室其实是看不太到大家，对，我一开始其实很担心说大家会来看吗？大家会觉得有趣吗？会不会太本土了，反而大家就直接切掉画面了？对，当然也会想这些事情。可是当正式开始的时候，我这些想法完完全全就烟消云散了。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只有1小时的时间可以讲干话，真的就是扣掉可能表演歌曲的时间，其实我只有1小时时间可以讲干话，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烦恼说大家喜不喜欢看不看。然后之后真的从头用自己的方式玩到尾，会发现时间真他妈过超快对，然后最后其实就是收到了多少抖内啊同接什么的，我也完全就是最后就是在结束之后，大宝老师才跟我讲，就是我们可能那天总收益，然后还有我们的同接到底到哪里。其实我有吓一跳其实我吓一跳，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这样子。对，迪卡的噩梦还是 Q 的催稿眼神啊？不会啦，其实大家互相伤害嘛大家互相伤害嘛，因为其实我从以前赶稿的时候，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催稿的人，我一定是准时交稿的那一位。对啊，但是今年真的是太忙了，不得不被催稿，各种被追杀，你知道，只能就是被追杀。然后締め切り呢，就是在那个很多东西每一天我真的都在那个死线，然后这个东西快点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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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就是都在赶那个死线。对，然后我们的死线呢，对，3月工作室的死线前1个礼拜快点弄大宝斯伊拉塞。对，我们就说一神官帽，对对，一神官帽，对不对？小妮妮，对，难怪歌声有香菜的味道啊！实在是不晓得香菜味道怎么唱出来，但是我们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金价叫做 NC 啦，金价叫做 NC， 金价我刚喝听大宝老师，我今天还在被姨妈肆虐，但是我们刚刚大宝有来，我们 Q 有来，我们大家都在线上，我们刚刚在大聊特聊。老师，你的脖子还在吗？我们刚才大聊特聊，老师，你脖子还在吗？我们那个十字固定，我真的很想固定你的手，但是我们的老师那个手实在太肥短了，你知道吗？固定不到，对，真是完全固定不到。而且老师，你有没有想到，我真的就是关节技，直接在正式就完全没在客气。老师有没有吓一跳？其中的卡车原本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放弃了，是不是？就是那个卡车可以开。真的可以控制，可以开车，然后那台卡车，什么东西？本土味最棒了吗？谢谢啦，谢谢你们这么捧场，多才多艺的迪卡，我就只是比较斜杠而已。所以原本那台车是真的可以控制，可以开车这样子吗？被固定超好笑，被追杀迪卡之后笑笑的说：“我知道啦 ，Q 真的算脾气很好Q 他真的是脾气很好的妈妈，对，然后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们那时候彩排的时候，我还没有真的实质固定，我只是想说正式来的时候再来玩，因为彩排的时候如果先彩排起来，有些效果就没有了，因为可能就是当下大家都知道干嘛，对啊，但是我那时候彩排就有在料想说可能会有一些点点，然后就这样被撵走，果不其然，就是猫上面的某一颗点点真的粘在我脚上，很可惜，但是还好我们还是有保存了一瞬间被十字固定的那一瞬间，只是那个猫的手太肥短，我来不及拉过来折断来不及拉过来折一下这样子。然后这一趴我有看聊天室的反应，就是真的大家都很惊喜，太棒了。我就想说你们一定没想到我们会玩快打旋风，而且这个是我前一天有跟大宝老师提到，然后我就快点就是跟那个群组讲说，可以的话看有没有办法切成快打旋风的分镜，然后这时候 YHU 老师马上就做出
这个素材，还有 KO， 真的是超屌的，大家真的是神一般的赶场，你知道？哦，电子花车可以开是不是？太神了！太神了！而且我其实当天在电子花车就是合起来把大家吸进去之后，想要介绍一下韦忠诚老师那个车体上面的图，但是因为现场的灯光比较暗，所以我想说好作罢，可能就暂时没有介绍到。我可能这一2天再把韦忠诚老师画的图正式放在 Twitter， 让大家一览无遗的看一下，画的非常非常厉害，这样子。就是一起看荧幕好温暖，就是把手手靠在。哦，我知道，那个星空电影院的那一趴我也很喜欢欸。那一趴其实我们也没有彩排哦，那一趴其实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在正式来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当下才讲，当下才表演的，因为我们在彩排的时候真的顶多就是彩排转场，然后全部的 round down 就这样。对，所以其实我彩排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话，我想说把时间留给可能一些转场设备上的彩排，那我自己可能要干嘛，其实就大概有写在稿子里面，就是可能我最后一句讲了什么，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要转什么了。我觉得那个重点有到就好，所以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话，很多就是一些有的没的，真的都是正式来的时候才放开心胸，就是什么都不想管的去玩，这样子好好玩哦！我真的觉得好好玩哦，我真的很喜欢跟大家玩这种现场的这种秀什么的，就好喜欢，我好喜欢，超级喜欢的，最喜欢主持这种工地秀了。然后老师表示，我真的没想到有种公安役，老师其实也没想到会被我十字固定，那个真的也是对现场玩才有。然后这个时候 Q 他们的那个啊，就是镜头也 Q 得很好欸，十字固定 Q 得超好，你知道吗？手机固めそう手机固めがあるなんて，可是原本想十字固定那个手太短了，手太短了拉不到，超可爱，对对，前一天这东西前一天做没有错，前一天就是想说有这个想法，然后没想到大宝老师跟那个 YHU 老师比我更有想法，因为他们常玩快打嘛。然后我自己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就从小跟哥哥玩到大，其实，然后我从小就是一定是被他用桑基尔夫一摔再摔的那个春丽，很讨厌，就觉得臭男生为什么都喜欢摔女生？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虽然说没有在你们面前玩过这种快打旋风格斗的这些游戏，那我就自己下来玩，你们一定会很惊喜，你们一定没想到，你们绝对没想到朱蒂卡会跟你们玩这一招。对，前一天没错，我跟大家说，这些脑子都是什么？嘟嘟嘟嘟嘟是吗？嘟嘟嘟嘟嘟，一定要嘟嘟嘟的啊！对，而且我们刚刚大宝来，我现在看到他也是满脑子都是。穿红色不咧行啊，穿红色不咧行人讨，无还无讨，我是看大宝，狂放台客电力公司，他那一趴的 rap 真的好帅哦。然后阿崔，谢谢38个月的猪之组长，但是是你们眼睛业障重。我们这位嘟嘟阿崔，他是我们的高阶盟总，对，他是我们的绿界高阶盟总，没有错，最喜欢用这个。让大家眼睛验障中的猪之组长的里程碑吓大家，然后感谢我们大宝老师也加入21个月猪仔专员，嘟起来！怎么可以欺负我？没有欺负猫猫啊！我记得是这只猫猫，它先冲撞我的。你们自己想一下那个起承转合，我只是想要给它吃猪血糕，我要给它吃猪血糕，我要分享好吃的给它，它却突然冲撞我。你们评评理，而且还一直跟我什么，一直那个本田的那个小时候听是货柜到底是什么啊？他一直冲撞我，一直用本田那一招冲撞我，但是他真正的原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对，大宝那一段真的超帅的，而且老师啊，大宝说他要去拔杯了，他去跟王爷问那个3D 绕境的事情。大宝说他真的很有兴趣玩这个耶，我好感谢他哦。对啊，桑基尔夫啊，我不能讲他吧，我从小被他摔到大哎，真的很帅，这首嘟嘟嘟，对，真的大宝他那一趴真的超帅的。叫他带走，怎么可以欺负猫猫？不是，是猫猫他去抽撞我的，你们都看到了。都
想说被老桑，我知道，就是其实当天在彩排的当下，他们都用一副很不可思议的眼神问猪猪说：“猪猪啊，你怎么会想要用这个快打旋风？就说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我说：“怎么会不知道？我从小被我哥摔到大，尤其是那个桑吉尔夫，好讨厌。”然后 YHL 老师回我说：“你这个血条，我就是想着被老桑摔的血条做的呢。”然后我当下立刻露出了那个尴尬不失礼的笑容。哦，谢谢你哦。那麻烦换点不啦？哦，都是贵吗？哦，原来是都是贵，是不是？都是贵哦，都是贵。我想以前小时候都听成什么贵，对不对？然后原来是都是贵。哎，小妮妮，你为什么那么了解？小妮妮，你也喜欢玩快打旋风吗？大宝哥哥刚有敲你吗？谢谢大宝哥哥，在我们开台的时候，就是已经跟大家疯狂聊好几轮了，他真的好棒哦，大宝。都是贵，要是叫都是贵，都是贵，都是贵。老桑摔到半块就没了，真可惜，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点点。如果那个点点没有被我的脚粘到的话，会更好笑的，知道吗？不行，摔不够。下次还要 Double 老师，下次有机会还要再摔，还要再十字固定，还要摔18啊，超级头锤吗？頭突き18頭突き哦，好哦，都是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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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等一下，小妮妮，你居然玩的是桑吉尔夫，这么可爱的你居然玩的是桑吉尔夫，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玩的居然是老桑？那你有很坏坏的去摔女生吗？你有很坏坏的只挑女生摔吗？我哥最喜欢摔女生的，你知道吗？哦，奶绿，对不起，奶绿伊拉塞，快打6，嘿，都是贵，都是贵，打得赢大师级的玩家，我小妮妮居然都用老桑，好，小妮妮，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 Double 老师变成好朋友了。结果大陆更感谢加入27个月的猪仔专员。今天你吃拖，我不吃拖啊哈，我很乖。狗狗看到红棒的，所以你现在去玩了吗？没有被打烂了吗？快点，5000老师，你快点救我小妮妮，快点，不要摔一下。本田内超级超级头锤是不是？我没有用百裂桥，我想用百裂桥来不及用，因为其实我在想十字固定很久了，所以我要把时间留给十字固定，先压制住这只猫，然后脚快点先夹过去。还好我们还有这一幕，我还有这关键的这一幕，好好玩哦！有这一幕我真的觉得就值得了，你知道吗？有这一幕好好笑哦。然后打完之后突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这么激烈，而且在祝生娘娘面前，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这个起承转合。然后的确啦，我自己看到就是我们打完之后，然后老师说你帮我放下来，后面有东西要给你看的那一刻，真的很像那个星空电影院在室外的那个意外的变得很和谐的感觉。对啊，所以我自己看，我自己如果是观众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样 3D 秀其实真的完全没有人场因为你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我们要干嘛，真的好好笑哦。对哦，你只有男生可以摔，没有女生可以摔吗？老师快点，我们小妮妮揪起来啦，小妮妮，真的啦，我们Double老师的账号是真的是这个账号哦，真的，因为虽然说我没有在玩，但是我们 YH 陆老师很专业的，真的把这个账号做出来了。然后这个迪卡什么猪脚公主18岁这是 YH 陆老师帮我做出来的，但是Double老师账号真的是听说真的是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可以去找一下，变成我们的互摔好朋友，摔好朋友，十字固定好朋友，好不好？快打好朋友，真的，因为Double老师超爱快打，而且他也是很厉害的赞助爸爸，真的快打赞助爸爸。好，喝个水。对啊，Double老师也是玩老桑，猪猪吃兔兔吗？没有，我什么时候吃了这么多东西了？抽到2、3次对手就死翘翘，不想被他抓到，超讨厌的好不好？
本田真的大富大贵，又受富贵，这个是富贵头。的确呢，大富大贵呢，对。然后越来越觉得，搞不好有格斗系 VTuber 的属性吗？我没有在你们面前玩过快打旋风，干脆自己打给你们看。我觉得接下来再练下去有机会。我觉得格斗技真的很好玩欸，格斗技真的很好玩，你们相信我，真的。没有买快打不擅长是不是？Q 哥还在 ，Q 哥，你想不想被老桑摔一下？被老桑摔的感觉真的是很不好，非常的不开心，真的是 kimoji 非常的就拜欸。老桑可以打6连段 ，SA3是什么东西？好酷哦！大宝师，我真的觉得你跟小妮妮真的可以来揪一下了，快点，真的揪一下，快点，或者快点，小妮妮要不要跟阿斌练一下？我们阿斌也很厉害，约战了，要变成真人快打，已经被打过。马克先生，我真的没想到那一拳把你打得这么的痛。我们在去年 Miss Stage 演唱会，我真的觉得被揍的最痛的应该就是这位马克先生。我的那记勾拳真的把他打飞了，你知道？我快把他那个啪一声下去，我真的吓一跳，我以为他会闪，就他连闪都没闪，就啪一声，他整个人整个喷掉，你知道？我快把他拉回来。马克先生，那记勾拳还喜欢吗？你的下巴有淤青吗？我揍人真的很少，好不好？可是这种格斗技师，我觉得就意外开启的，对，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挥拳真的很爽，练拳击真的很爽，然后一拳特点你们真的非常的捧场，然后练完这些东西，发现居然有办法在我们的3D showcase 延伸出快打旋风，我觉得就来玩啊，可以呀，就来玩啊，不如就来玩吧。然后打宝石好哦。然后 YHL 老师素材给你哦，然后 Q 好分镜给你哦，然后就真的可以玩，谢谢啦，跟你们在一起真的好好玩哦，好好玩，谢谢你们，谢谢。真人的话可以哦，以前练真的假的？发起跟聚合那种手下留情。我觉得会被 Q 哥打飞，真的啊！总之好快乐哦，觉得不管是专辑跟3D showcase， 其实我现在还是很难想象我们真的完成了我们真的完成了吗？这应该不是梦吧？我们真的在短时间内，半年之内把专辑跟3D showcase 生出来了吗？我现在其实还没有实感，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跟你讲。3D 结束之后啊，姨妈奔驰过来，血流成河，然后还忘记把那个5000老师的水果放在高铁上嘛，然后还好找回来。我等一下快点去把它找回来，因为水果怕腐烂，不然香蕉可能会开始长点点这样。然后啊，其实在隔天哦，其实也完完全全没有休息的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紧接着我们今年度上半年很多很多的排程已经开始在跑了。然后之前有跟大家聊到新衣装的部分嘛，对，这个新衣装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要快一点要做很多很多细节的确认了。对，所以其实基本上去年每天就是这样子啦，就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回头看说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就是一直被推着走，不断的被推，不断的就是被追杀，就只能一直被追杀。开始让这个迪亚成为我最好是有办法这么厉害，他那个赚很多他那个超厉害的，我这个只是玩票性质的啦。追杀就是美式居合，不要 Q 哥你手下留情，不要这样。感想大概是这样子吗？好，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马克先生。然后姨妹是什么东西？姨妹是什么东西？长官，你那天看得好快乐哦，长官看起来很开心，好不好？站长跟你跟他说，需不需要止痛药？对，姨妈，
有啊 ，Q 妈妈也问我说要不要止痛药，然后那个乌星也在现场，马上塞止痛药一排，偷偷塞到我口袋，我都不知道。我是回到高雄才发现我奇怪，我的那个外套口袋怎么这么蓬？然后就乌星妈妈也塞了卫生棉，塞了点心，塞了止痛药，在我的外套口袋里面都塞满满的这样子。对，其实我姨妈来已经很久不会这么痛了。对，就是身体有顾好，因为每天都朝九晚五嘛，然后我每天喝温水。然后加上有在运动重训，其实姨妈是不会痛，但是她会把我的所有的精神力都抽走，就是整个元气是瞬间，就像我们的面线在结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哦，面线全部被吸进车子里面那种感觉哦，那个感觉就像我姨妈来会把我所有的精神力抽走一样，真的。然后经典操作什么搓了很舒压，搓了很舒压啊，该买大腰了是吗？会有新一桩整理吗？有啊，我觉得一定会有。对啊，现在就是在进行中了，在进行中。然后住台中呢？对，我知道你住台中啊 ，Q 哥。前阵子自己搭高铁，然后行李箱搭到昨天，感谢高铁人专业点心。等一下，马克先生比我还甜呢。就那个就2天加上去了吧，把面线接进去。哎，没想到那个也是最后加的吗？我以为那个你们之前都弄好了。很多东西真的都是最后在最后，然后才正式上线给你们看到。对，叫我帮忙要锁住姨妈，对啊，当天那时候我们去拜拜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快点奔向武贤老师，武贤老师快点镇压一下，快点对，请他退价。武贤老师很紧张说什么退价？怎么了？姨妈快点请他退价，姨妈退价。然后武贤老师傻了5秒就，这个我没办法。对啊，姨妈就像暴风式吸入，把我的专注力完全吸走。对，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妈呀，我们真的把专辑做出来了，花了半年的时间而已，好可怕啊！我天哪！然后3D Showcase 也是啊，而且其实在专辑制作完成以前哦，3D Showcase 都是大宝老师这边替我扛住那个 Q 哥这边的接洽，对，因为他也知道我这边真的是没办法了，再下去会出人命的那种，嘿，真的会出人命，所以快点，我们专辑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还是陆续的有反复的在录一些我们想要替换掉的一些音，或者是一些情绪有的没的，对，那时间真的是压到最后，我才出现在我们的3D Showcase 群组里面。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对啊，真的很感谢这个缘分跟各位大德啦，对，就2025年的忙碌，真的是到我们3D Showcase 之后真的告一段落，但是我们2026年的忙碌已经开始了，已经还没有正式开始，是已经开始了。那是最后你跟我说要一起离开，我跟轮子在讨论怎么上车，决定用黑洞吸入，是这样？是这样，是不是？原本我那时候跟大宝老师问，然后大宝老师跟我讲说，可能就只有几只被吸进去，什么几只被关进去之类的，我就说那也没关系啊，反正有几只意思意思就好了。然后没想到最后是暴风式吸入，这个真的很有笑点，你知道吗？这一切是不是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觉得没什么真实感，置换的香菜。有吗？你说的是这个很迷幻的香菜粉圆绝对不虽小拿铁吗？基本上大家去吃过，对于那个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给予高评价，对。但是至于这个很迷幻的这个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的部分，欢迎大家各位要去尝试，一定要去尝试一遍，你就开始思考人生了，保证让你吸一口6根清净，吸2口让你看到人生跑马灯，吸第3口马上开始思考你的人生，甚至瞬间人生毕业被超度这样。他真的很迷幻啦，好不好？而且大宝老师就大宝那边刚有讨论到这个，我在想说是不是把那个 VIP 券丢给他一张，丢给大宝老师，然后可以转传给大宝，看他有没有兴趣过去大稻埕如果没兴趣也没关系。然后现在的电脑应该是可以，其实可以啦，其实你们送我的电脑性能已经算真的还不错，我觉得跑电动一定是可以的，但是我坚持不在我开台时间玩电动，是因为那个是精神时光屋就是打电动是精神时光屋，我打下去我就不会想跟你们聊天了啦，真的。
然后对我而言，跟你们聊天的时间很重要，所以我才也基本上都是以歌回杂谈为主，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而言这些时间很重要，对。然后可能我偶尔跟你们玩快打什么的，你们也会很快乐啦，我知道，可以摔猪猪啊，或者是玩猪猪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启，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完全不够我怎么想都觉得不行，没有时间，顶多可能就是开个1-2次而已。可是1-2次又觉得没有练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种东西也是要练习的，这种东西跟运动一样，就是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你要变厉害，你就必须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练习。对，刚开始终于这个专案的时候，你的电脑有坏吗？真的假的？有重灌是不是？然后那些东西还在吗？完全媲美旅美旅团小弟的吸尘器，对，暴风式吸入，真的最后一个一定在海外面上车，有吗？我记得全部都已经上车，全部都暴风式吸入上车。那天喝的感想，水亏啦，对，谢谢你们跑一趟。这次偷过去的面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哦，就连我们洛可阿嬷也过去了，我们的库玛长。那个不是长官，对不起，我们库玛社长也过去了，还帮猪猪拍吐槽的宣传影片，真的很好笑，真的超级感谢他们。而且我觉得阿嬷超好笑哦，她还去就是密有一些 B 朋友，而且在半夜密呵呵说，你要不要去喝那个迪卡的香菜拿铁？呵呵看到快吓死就连我们阿明也收到了莫名其妙那个邀请香菜拿铁的讯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真的觉得怎么这么可爱这群人。那是真的吗？游戏要看适应性吗？是真的啊，因为游戏说真的啦，这种东西我真的从小被我哥摔到大，你只有打个1-2天不爽啦，你知道吗？这种东西要嘛老娘开着我就会打上1个月，你们信不信？对，那时间真的完全就没了，很可怕。对，那以朱蒂卡的时间轴来算，真的很不适合玩游戏，任何的游戏都不适合，除非有些人兼顾的观众互动。真的，游戏台我真的觉得大家会很无聊，真的。而且有些观众他会很热心，看到你玩得很烂会生气，我了解，因为那是人之常情。对，那是人之常情，那我不如不要让你们动气。对，有多空间备份是还是好的，找他留在哪边好。总之我觉得这次后日谈真的谢谢你们愿意过来跟我聊聊，因为我其实在今天开台以前我还是很没有实感的状况下，可能因为姨妈还在的状况下，然后我的水果也还在高铁，我到底在干嘛？我的水果也还在高铁，我真的是到底时间都去哪了？救命！洛克一直在跟我说，半夜说 Q 我去喝，然后我就说洛克他到底要了几个人？我的天哪！我干脆把我现在剩下的 VIP 券留给他好了，等一下我会传给他。月木伊拉塞姓氏，然后晨晨伊拉塞，然后阿嬷她只是想找人陪她去试毒。我记得阿嬷已经去过了，难道她还想要再去一次吗？我其实很感谢她愿意帮我到处托人过去喝。我甚至在想说，我是不是在把我这边的1-2张 VIP 券给她，但是又觉得说会不会反而让她很困扰？选股伊拉塞。然后你从这种看人玩游戏会生气的赵乐思那种人好好哦，就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嘛，就是3个字的我只是不想讲出来，就太过热心的对，太过热心的那些会生气的状况下尽量避免。对然后93先生要是当年就知道练蹲下凯尔，是不是？你是说那个平头的那位凯尔爸爸吗？就是会那个剪刀手还是剪刀脚忘记了的那位凯尔爸爸吗？然后我有个听到我喝了加半杯拿铁，他回你有毛病好像对，是他会回的语气没有错，我可以想象他的口气有毛病，的确是不是我们这个对于香菜的虔诚以及尊重，
好不好？那个真的给予尊重，它不过是一杯很迷幻的饮料，它不能叫做难喝。我觉得我们草空间的店长调配的配方真的是非常的好，它让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今天他把它做得太好喝，反而搞不好大家都觉得没有新意了，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迷幻，非常的冲突，才会导致我们可能今天若可愿意一一的询问我们的 B 鹏鹏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来迷幻一下，因为实在是太迷幻了，知道吗？工商费再请你喝2杯。谢谢你们啦，谢谢。各式各样的忙碌，真的太忙了，救命！只要跟我妈去吃中式料理，上面有葱花、香菜，直接笑死。不是，你要不要这么开心？你希望看到香菜这么开心，对吗？好了，也是应该要这么开心。我们看到香菜，应该就是要这么开心，知道吗，孩子们？香菜是好东西，我们看到它要虔诚的，在它面前露出满意的笑容。我们在台湾真的很幸福，我们是香菜天堂，就如同我现在在房间飘散的这些香菜一样。感谢我们 Double 老师，这个很像是这个请 这是请 YHL 老师做出来的吗？我想一下，完全没有印象。我跟你讲，这半年来，我的那个下载区真的充满了林林总总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我就有时候真的想不起来这东西是从哪来的，然后好可怕记忆力丧失到这个一个极致。这不能只有我能喝到，没有错。我阿嬷这么可爱，她真的就是这么觉得，这不可以只有我喝到的。香菜只喜欢歌手的东西。你说西哥嘛，我也好喜欢歌好棒。以前都喝香菜水吗？哇 ，F 跟 L 上你居然会直接喝香菜水？香菜水其实我没喝过，我是顶多直接把整把香菜拿来嗑，好好吃哦。真的啦，整把香菜拿来嗑，真的超好吃的，真的超级好吃。来，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哦，我今天一定要记得要去拿那个我们的水果，不然它真的会烂掉。它真的会烂掉。好，然后啊，贡丸汤没有香菜，可是会推荐的吗？没错，冰嫂我也是哦。宵夜先生一拉塞，所以你最近问我有没有要做饭，然后提供材料给你，就是香菜吗？可以啊，我们就那个整把香菜一大把30块，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料理，对不对？居然还对，但我可以不吃，一定要让朋友吃吗？然后我们阿嬷已经吃过了，她就是觉得这个我吃过了，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到。她这样的心情是这样子。我想要香菜贴图吗？有啊，我记得我的贴图上面没有香菜吗？我画的那一朵香菜没有在里面吗？哎呦，兄弟呀，我那一朵香菜没有在里面啊。那个目前啊，我们的贴图只差最后一个贴图，可能又要冲那个汇集，好像要到5000汇集才有咯，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咯。我们之前有想要冲到5000，但是那个时候 YT 一直在挡流量咯。我们的这个汇集那时候真的要冲到5000了，好像冲到4000多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的大佬怎么送汇集都送不出去咯。对，送到大概4000的时候，他们疯狂被退费，怎么送就是送不出去。所以我们最后一张贴图的那个5000的那个汇集咯，就一直空在那边咯。兄弟呀，这样是不要多呢，还这样。等一下，那个很像是4叶草。然后请容许我拒绝，我最近没有要开台做饭，一样可以吃香菜，知道吗？好像结果是我撤下，还是好，那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空间啦，我们可能还是得要等到，可是汇集冲5000，我跟你讲实在是太难冲了，你知道吗？可以把那个草换成香菜吗？哪一个草？我看一下，哪里有草啊？我们有草对耶，你们这个草比较不会用到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换掉耶，真的，因为其实我在出费线的时候有自己画一朵香菜，收到了。对，我们还有这个草，对，
对啊，我记得我们在冲5000会期那时候，很像是2.0那个时候吧，超级怀念呢。有，我们有香菜贴图，有，一直都有，对，一直默默收藏在我的资料夹里面。好啦，之后再帮你们把那个我们的香菜贴图换上去。你们要提醒我，你们真的要提醒我，不然我真的太多事情会忘记。然后最后一张贴图，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啦。在这逼生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冲到，对，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冲到就冲到啊，如果没机会冲到，我觉得其实就真的也就是佛系了，对，毕竟5000会籍太难冲了。但我看到这只，好，亚迪啊，你们在最后有看到最后，我们最后就是战胜大佬，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赞助大佬们，最后跑完。有一个小小的彩蛋，你们有发现吗？有吗，兄弟们？我喝口水。我跟你们讲，我那个彩蛋找了好久，才终于看到。那个如果手机或者是你们萤幕画面太暗的话，那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哦。对，那个可能你们那个真的要用电脑才看得到，手机可能看不太到，而且还得要看 YT 会不会抽风。上次5000，对，上次5000他们，我觉得挡了8000，不是8000，对不起，挡了800到1000的会籍，那些全部都被退费了，都大佬那边被退掉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才冲到大概49个贴图而已。对，你看这个彩蛋看了4、5次，不是不公平。我那时候是用我的手机看，因为我手机亮度没有这么强，我手机亮度其实就是中等再暗一点点。我那天就用手机看，我怎么看都看不到。对，瞬间太多还是会挡，必须要分开慢慢送。可是它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就会开始泡沫化，你知道吗？对，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会籍都会粘着在这边，5000个会籍粘着在这边，哇靠，超赚，你知道吗？但是通常其实没有这么多会籍会粘着在这边，所以就会变成说，就在1个月以内要冲到5000。那个时候大佬们真的，我只能说大家很团结，那时候大家有在帮我算时间，然后还在少量多餐帮我分批送出去，好有趣哦。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有趣的是，那个很像他娃跟那个长官都会帮我去寻水田，超可爱，他们真的好可爱。不小心把歌再放一次，对，有碰，你有看到5000位置太难冲了，冲到5000，好，对，撞到5000老师还比较快，对，你们可以直接去他的佛堂，对，应该不是佛堂，你可以直接去他的工作室找他，对，小喵喵也拉塞。所以最后的 PO 你们有看到吗？感谢2位老师。然后各位老师，然后四方八海神明5000老师，各位大佬付出真的好棒嘛！谢谢，我觉得可以遇到大家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校长兼撞中的大宝老师，真的是很感谢他 hold 住很多事情。然后我这边其实啦也是另外一位校长兼撞中啦，对，但是我们只是校长兼撞中 hold 的东西不一样呢，对。然后很开心，大家都很耐操，大家真的心理素质真的很高，大家都很棒，真的。手机亮度拉到最高可以看到彩蛋，5000老师，我们可以再去多看几次，是在最后面的部分。对，马克先生也看到了齁，要去排时段，你要开一个周表台让大佬可以丢。猪猪不是一直有周表台吗？所以巡水田那个时候的水田，他娃都在就是我们的那个水田区，就是周表区巡水田，然后长官也会固定在那边巡水田。我想起来觉得好可爱哦！你们那时候跟我讲，我就看到那个什么少量多餐，然后每天来巡水田的那些话，就觉得超可爱的。然后我的周表区一直都是开着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是有在靠周表区在那边投这样子，对。有空想去5000老师那边坐，感觉很棒吗？其实我有在想，我这次结束之后，我有跟5000老师说，我一直挂在心上，就是因为其实5000老师在讲我这边的东西都很准，是头皮发麻的准，然后再加上去年三清道主那边有提醒猪猪一些事情都验证了。小女子真的要挑一天快点过去打个招呼，所以我在想说，
但是武清老师那边说真的，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的状况下，可能我哪一天可能要去台北找大家，我先去武清老师那边拜一下，然后再过去台北跟大家会合。我在想，对，所以武清老师那边欢迎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去看一下三清道主，他们真的很棒，对，可以过去跟神明说说话，就那边磁场很棒啦，对，你有机会可以开一个朝圣5000团。这到底什么东西？然后过去其实老师他真的也很客气，就你们带个水果点心过去拜拜，这样就可以了。对，台湾这种变成对水田驻点，对 NPC 真的很可爱。你看一定要一生推吗？谢谢啊，有办法让你们推一生，我很荣幸。对，然后今年度也希望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真的最想要的那个红毯，甚至有机会走进那个红毯之后，我们把奖项带回来。这个是今年本频道最大的目标之一，只能说之一。对，但先跟你说，今年这边应该暂时没有办法帮你做新的东西吗？没有关系，Q 哥，我们3D 目前可能排程应该也是暂时到目前这里。对，那如果真的还有大案子的话，对，那到时候我在想，不知道大宝哥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真的要做这么大的东西，但是那些都是资本主义，都是金钱力量堆叠的东西。对，所以如果未来真的有缘分可以做到这么大的东西，希望还有机会再做合作。对，总之今年度大家都顾好身体，然后很多的东西都一起加油，希望都可以顺顺利利。Q 哥没事，每次去一定都有他哇，然后开始研究留言什么就会刷新。对，所以那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研究，其实我也不知道有遇过凌晨时段丢上千个不卡。那我问你们以前的流量控管跟现在的这个流量又不一样了吗？因为之前我们那个时候4000多怎么样，就是冲不过去，就是他就是不让我们冲到5000，顶多我们大概4200、4300，他们就开始卡顿，开始就是送不出去，然后大佬就疯狂被退费，所以我们才一直只有冲到第49个贴图。对，然后到之后我就觉得好没关系，就大家压力不要这么大，佛系经营。对，因为1个月内要冲，然后可能真的要算时间，然后其实我对于那些什么流量啊，然后 YT 什么时候会挡，完全都不了解。我知道是那种根据地在哪里吗？在泰山，对，还蛮远的，每次去东埔都很煎哦。谢谢人形乖乖，这是跋山涉水，人形乖乖真的要下山跋山涉水。喂，福生生意，然后下一午安。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猪猪的3D工地秀了，我称之为那是最台工地秀，希望你们会喜欢哦。那个健康报告好像那个半张红哦啊，我没得都够在吗？那大家要运动啊，运动起来好不好？真的运动起来啦，就是最担心大家的身体呢。我自己其实是每天24小时不够用的猪啊，对啊，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那么坚持要健身。我开始健身的契机有跟大家分享过啦，就是我本身也爱漂亮，对，但是我会开始健身的契机是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炎，对，然后我觉得忙碌是现代人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我为了要活得更久，我必须运动。我如果不运动的话，真的会完蛋，就会变成很多病痛。那我想要更健康的活着，这是我的责任的状况下，我只能运动了，只能开始运动了啦。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责任。我希望我可以活得更健康，陪大家更久。好像蛮近的，真的YHU 老师，你离泰山很近是吗？流量算法有差，泰山对你来说蛮近的嘛？哦，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缘分让面线们，我们的大佬们再次冲刺我们5000汇集。对，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东西还蛮看缘分的。对，如果哪一天你们真的有意愿要帮我冲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再揪个时间吧。对，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要靠大家的力量，不是只有就是可能1-2位，不然它压力真的会很大。对，半张红是危险值，我知道是危险值啊，所以 Q 哥运动吧，Q 哥动起来啦，真的。你们的肝动我在运动，不是只有肝运动，全身动啦哈。我所谓的恭喜啊，恭喜啊 Q 哥该运动了，
顾身体嘛，然后减少吃药没有错，因为药其实对身体是很负担的，还是起来动一动吧。对，本周会有歌厅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啊，不管是专辑还是3D，就 Double 老师那边都帮我签了很多很多很棒的缘分过来，当然会希望可以越做越大啦。对，因为 VTuber 的展演真的是无极限的，所以希望今年我们在奖项上面让大家看到成绩之外，我们在更加本土与神同行的这部分，我希望也可以做突破，这个是我最想要的。对，忙碌，对83先生忙碌，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大家动起来好不好？天天爬山运动吗？爬枕头山，我也好想爬枕头山。现在后台稳定多少会籍哦？我看一下，真有的健身房会员，但很少去，没有人督促陪同会很懒。我觉得真的，要不然真的还是要不然你揪轮子去嘛。轮子如果有在运动的话，你们一起去啊。后台稳定会籍，我看一下哦。我觉得大概看一下，如果加上高阶的话，大概200-300个吧。对对对，应该算是稳定会籍吗？我也不知道，大概200-300个吧，应该我记得印象中，对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要冲的时候，我超感谢大家的，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也是从大概200-300个开始冲。200-300个冲，我想到花了饭，你们真的冲到4000多了。我那时候每天看那个会籍数字，看那个后台，心里想说，哇靠，真是4000。可是4000以后，他就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 A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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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真的，他冲到4000以后，他就一直跟你上上下下，没有再跟你要进去的意思。对，完全冲不过去。对，明明有一次冲到大概4500，大家觉得快到了。然后之后就上不去了，对，就一直被挡。生活一拉塞，太忙了，现在才来没关系。上回有看到我们3D，我有看到你，好不好？健康，对，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前天才被冷风吹到躺了一整天吗？辛苦了，大家好不好？动起来，一直在鼓励大家，因为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啦。我是之前的有一些检查，就是也一直在发炎，身体一直在发炎，我真的很担心哪天会看到异常2个字，你真的会觉得心情很慌，你知道吗？然后都会觉得说天哪，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发生异常，我还要麻烦我家人，甚至还有要照顾的家人，我觉得我不负责任，对，才觉得说我不管我多忙，我都要去运动，只能这样子逼自己。轮子时间比你更少，而且他不太需要去健身房，是不是？你说他本身就很 muscle 是这样吗？2个男生，吴昕老师，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跳出来有点好笑，你知道吗？你这时候不愧是我们这个 BL 好伙伴，我们吴昕老师。老板说好加班不能去的，太苦了，对，太苦了。这样要冲最少还要35万。对，所以那个时候大佬们，我真的不晓得他们怎么帮我冲的哎呀，所以其实稳定的会籍，很感谢大家一直黏着，对，然后更感谢愿意稳定的，就是每个月抽3200、3800到猪猪高阶会员的你们真的是超赞的，我真的很感谢大家。无形的天线收到了，既然就听到就想听。对啊，所以我才觉得上次大家愿意这样子冲，我真的已经很感谢了，真的很谢谢你们。对啊，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要靠大家的力量，不然如果真的只有其中几位，真的压力会太大。对，所以才说看缘分了啦。对啊，此逼生如果真的就只有49个，那也就是49个，对，就是49个。对啊，我觉得重点是你们还黏在这边就好啊。不过就是好的49就这样。真的是不好冲啊，真的是不容易。对啊，然后啊，我其实自己在看我的3D 秀的状况，我是从头笑到尾。我比较想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 part 你们说真的，你们从刚开始
应该也没想到我会直接开车然后绕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吧。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从头到尾都给你们惊喜，就在 rundown 的部分。对，然后一开始真的还蛮台的，我自己就是那一段的配音，我自己就是反复讲了好多次。对，因为有一些地名真的很难讲，然后所以就从一开始我们在跑 rundown 的时候的那个面线卡车司机，我就觉得很有笑点了，因为那个面线卡车司机就长得很好笑，它是一碗面，但是它又有身体很好笑之外，后面啊 Q 他们把那个游览车的那个什么窗帘的细节真的做出来的好台，我光是看那个窗帘我就头晕了。对，那个窗帘真的完全让我闻到游览车的味道，游览车味道飘出来，我整个边看边晕边笑，你知道吗？对。然后游览车 rundown 跑完之后，马上就进到我要导览大家，讲了一段很台味的前导这样子。然后花车很酷，然后大宝面具你笑翻。我田老师是喜欢这两趴，对不对？我觉得都好酷。你知道惊喜的是，放车开到停车场大变身，果然这个大变身真的让大家很惊喜。对，就是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大变身，真的真的 Q 哥帮我们做到了，真的喜欢前面开车啊！居然我开车绕高雄，其实我录了很多段我其实连左营的那个龙虎塔莲池潭，然后还有左营的旧城我也钻进去。对，其实我左营旧城也钻进去，然后那个车子超难开，差点开不出来。对，但是全部都加进去会太多，所以之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固定绕亚湾区好了。所谓亚湾区，就我带你们绕的那一区，我就干脆从高雄车站出发，然后一路前进亚湾区，因为那边有比较多东西可以讲。然后特别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确定说我的演唱会是在某个停车场的时候，我就灵机一动，我想说好，那我就开过去 V Stage 演唱会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因为我当下 V Stage 演唱会的时候，我也是停在那边卸货的。对，我也是停在那个停车场卸货，所以最后才一路就是从高雄车站，然后带你们到美丽岛站、中庸公园，好难念哦，中庸公园、中央公园，然后到了大利，大利完之后又经过女中、高雄女中，然后到玫瑰圣母堂，然后玫瑰圣母堂那边鬼转博二，那个我自己也觉得好好笑，因为时间不够了啦，才想说不然鬼转一下，不然其实我蛮担心你们在前导会看得很无聊，所以在觉得很像有一些大家觉得说到底要干嘛的时候，才故意有点鬼转的方式转到博二这样子。对，然后博二当然对我们也是有一些回忆啦，然后让小精灵很无助啊，摆摊啊，有来 FFK 大家应该都有一些印象。然后转到博二之后，刚好运气很好，又碰到那个我们的轻轨刚好有经过，运气都很好。然后轻轨经过之后，马上其实我很想要经过丹丹，但是我担心又要经过丹丹，我那个红绿灯又要等过去，然后感觉又会浪费几秒钟，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丹丹不如就反正都在眼前了，就请 YH2老师帮我，就是把那个丹丹西子湾店的那个图放在那边。丹丹没有赞助播出所以会发现我们最后跑马灯我发现那很多寿山猴子没有赞助播出，丹丹汉堡没有赞助播出，然后正宗排骨饭没有赞助播出就很好笑啊。然后陈胜也拉赛也不会鬼转啊， FFK 才这样子跑过。对，所以然后就是跑完我们的行车记录器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 3D 的车子开进去那一趴真的很好笑，他还会把鼓倒车然后慢慢转进去，我真的觉得做的好人性化哦。对，最后还是没吃到丹丹，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早餐就是吃丹丹对，就是在那个什么，我每次有活动之前我都会努力的就是饮控，对，我是一个说饮控就饮控的女人，说放纵就放纵的女人，然后饮控完之后又迎来姨妈来潮，所以我昨天有点一杯珍珠奶茶，而且还是热的，慰劳一下自己之后，今天早上就觉得还是昏昏沉沉的，想说好久我没有吃丹丹汉堡，想要再去吃一下这样，所以早上有吃丹丹。对，无助之外还再一个难上加难对，无助难上加难。好，那时候可能忘记讲到了。对啊，然后就是车子开进去之后，然后马上又是变形金刚
然后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音乐就是毛毛老师替我们加进去的，超厉害。对不起，我打个嗝。对啊，好了，反正从头到尾应该都是给大家惊喜连连的这个整场的3D 秀。对，2次都有输机关，2次都有输机关。对，所以我自己其实对我而言，从头到尾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场高雄的3D 工地秀。对，八三先生晚上要吃丹丹，如果八三先生在南部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是吃得到的。对，所以应该是在南部，不然他应该会哀嚎说啊吃不到什么之类的。对啊，所以就是一整场就是从高雄出发，一路开到駁二旁边仓库的停车场，然后又有 V Stage 演唱会的回忆，我们就在那边展开我们的工地秀 3D 秀。然后旁边也有85度 C 大楼，超赞的啦！85大楼还真的做出来，这个超感动。对，这个也是很感动。然后代表我们真的在85大楼旁边，然后駁二啊，然后駁二啊，什么市集啊什么的那些梗都可以放进去。吃不到没关系，有机会跟轮子南下来玩就吃得到了。上次吃应该有7、8年了嘛。丹丹真的好好吃哦，我跟他们讲，又便宜又好吃。对，不过有些北部人比较不习惯，他们就是什么都甜甜的面线羹，或者是什么都甜甜的玉米浓汤，对我而言还真的蛮甜的，所以他们羹汤类的我比较少会去点。对，然后对啊，变形金刚完之后马上就是朱蒂卡带着猪血糕，不是，这不是猪血糕，朱蒂卡带着猪血糕出场，那个是我的麦克风。对，然后一系列的秀看下来，我觉得我真的把它当作是我就在駁二旁边停车场开唱，然后整个玩开了，超疯。其实你们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 iPhone 面补抓不到我了齁。平常其实对我而言，用2D 的皮要开台，我真的要很努力的定住我自己。对，因为我平常其实讲话就是有很多肢体语言，然后头就会动来动去，然后想很开心的跟你分享我的心情干嘛，我用肢体语言去表达，我用我的表情去表达说我现在的心情怎样，喜怒哀乐我都会直接放出来的那种。对，这个学姐对不对？对，这个学姐很了解，我就是一个 iPhone 面补抓不到我的女人。丹丹炸鸡很好吃，学姐今年过年你有会回来台湾不？还是暑假的时阵才会回来？我的学姐很像是今年暑假才有办法再看到了，好想你哦。对，我们的学姐，我们最爱台湾的学姐。对啊，所以真的是很快乐的整场3D，真的太感谢我们在后面 hold 住我的工作人员，还有 Double 老师，谢谢你们大家。然后面补君有够辛苦，我觉得我也很辛苦啊，我努力要定在一个位置上跟你们聊天，我觉得我也超辛苦的啊，对不对？每次面补君都抓不到我也很努力想定住，但是有时候讲到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又抓不到了，对，那才是没有办法。那个我没有办法，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次的3D 可以这样直接放开一切玩，太开心了，实在是开心到不行。专业抓了成 double， 这真的是超爆干好笑，你知道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惊喜耶，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只是就是我在拍那个大高雄工业国的行车记录器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那个大高雄的专业抓漏才佑哥真的到处都看得到，我觉得他真的一个很有名的迷因，对高雄人而言，然后对外县市的人而言也是觉得他很神奇，就可能看过，可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吗？或者说更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我觉得才佑哥很会宣传，他很懂得怎么经营网络社群，对，然后我就只是把就是专业抓漏的这个才佑哥的这个行车记录器拍下来，然后就可能丢给 Double 老师跟 YH 路老师，然后让他们思考说什么时候放进去会比较好。对，然后我不晓得我们之前有一次不知道20几号，不是11月底某一天吧，29号的样子，我上去
我们上去算是总彩排好了。总彩排我其实那个时候 round down 还没有这么仔细哦，那时候 round down 其实我也是写的比较简洁，然后很多东西其实也就是临时加进去的。然后我不晓得那一天大宝老师跟 YHL 老师临时拍了这个，他在他们的绿幕就拍了这个，你知道吗？然后 YHL 老师隔天马上做出这个，然后丢在我们群组，我笑到快疯掉，你知道吗？然后对。长官你呛到，你真的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梗，对吧？就很多东西其实都想给你们惊喜，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大宝老师跟 YHU 老师居然就直接把大宝老师 P 上去，而且重点大宝老师这张照片也是我们那天总彩排，就是我不晓得在哪里拍的状况下他就拍下来了，而且拍下来之后 P 上去超级无违和感之外，还有个小细节，有没有看到？其实那个电绣学号它上面是成 double， 它就连电绣学号都动手脚了，只是这里可能看不太出来，但隐约应该看得出来是成 double。对，就那个电绣学号，就连 YHL 老师神 YHL 老师，他也帮我们动到了，你知道吗？完完全全毫无版权问题耶！这我笑到快疯掉。说真的啦，当初这个飘过去的那一刻，你们知道是什么梗吗？你们有看出来吗？还是说有人一开始不晓得我们在玩什么梗？来现场的面圣们，你们一开始这个抓漏的这个名片，这个广告飘过去，你们知道我们想玩什么梗吗？对，老扛，专业便宜快速老扛，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莫名的很合适。张飞过去，好，对不起，他吧，我刚刚也不小心看成张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有看不懂这个迷因的，就是在现场啊，一开始还不晓得我们想玩什么梗的，有的话可以告诉我。对，总觉得大家很像，大部分都看得懂高雄名人，我们的才佑哥，就那时候想要玩这个梗的时候，我们有在讨论说，就是行车记录器上面放出来应该是还好，应该是没有版权问题。对啊，但是如果这一张如果要放才佑哥的话，可能就有版权问题，所以没想到大宝老师居然就跟 YHU 老师讨论这个，我觉得超好笑。就大概知道在干嘛，但就好笑这样子。哦，好猫哦，也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薄荷可能不知道，没关系。之前跑步有介绍过，所以有想到是不是？对，你说我之前的那个什么，传圣火有介绍到是不是才佑哥？我在配信的时候时不时很像会 cue 到才佑哥，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不晓得我在讲什么。这个超在地的，超本土，超高雄在地的，的确是在地梗，没有错。才佑跟北部也很红，对，因为我其实有去寻找才佑跟中北部的人知不知道，就一打果然中北部人也都了解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宣传真的是太有梗了，你即使不需要抓漏，但是你会对他那个照片到底写冲他笑，对，就会很有兴趣说你到底想要干嘛，然后就会记住这个陈才佑，但是可能还不知道他是抓漏的干嘛的，但是你记住陈才佑，就跟我这个迪咖。我这个迪咖你们可能不晓得我在干嘛，甚至不会来看我，但是你记住我是迪咖了，这个目的性是一样的，你们懂吗？对，小山南部有待过一段时间才知道，对，到处都是才佑哥，对，而且我爸家离寿山那边也很远，到处都看得到才佑哥，我爸那边也有才佑哥，他就涵盖了整个大高雄广告区域，到处都看得到才佑哥，真的，然后对，超洗脑。超爱两倍，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要，对我们两倍，大宝是值得大家一爱再爱。对，他只是就是讲话很像神棍，但他真的是一个超级暖男，很像就这全世界最暖的神棍，我们陈 double 真的很好笑。对，所以我们是 CHEN 先生，谢谢你们爱 double， 真的大家都要爱起来。对，他真的很有心。那才佑哥没有赞助播出，对我们最后有刷。我们那个陈才佑没有赞助播出，这个很重要，对，就很好笑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梗都很好笑。然后 YHU 老师真的也很皮，我觉得他这张真的也很好，这一张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时候有没有会心一笑？而且重点是这个猪猪是会抽动的哦。YHU 老师，我来访问你一下，他这个到底这个抽动的猪猪，你是在新闻片段里面上面截取到的吗？我们YHU老师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线上？对，高屏地区都有吗？一下到潮州，对，潮州看得到，可是我不知道
在延伸屏东市区，这个我就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了。对，上去录音室的时候，有没有是很有趣啊？他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对，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艺人吧。我在想，天生就是要走这个艺术方面的艺人，对，大家都要爱梁贝老师。超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照片变得很梦幻。小时候那照片很正常，对，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是素材网的，是不是？可是猪猪还在抽动，超可爱的，说真的，我看到这个我好喜欢，超级喜欢，这抽动猪猪，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请稍待片刻，不要转台，很可爱啊，超级可爱的。我觉得好多素材我们就串在一起，都觉得就看的都觉得好快乐，你们知道吗？超级快乐。然后我还截了还蛮多的，我大概在丢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好笑的。然后大宝的部分我还以为大宝的那个脸会出现在就是我们的那个舞台的正后方，对，我以为会出现在舞台正后方，顶多就是大宝脸在那边动来动去，这样就没想到整个是直接贴在我脸上。这个有点好笑，就大宝rap的那一趴有没有？怎么这么好笑哦，太好笑了。对，这是超酷的啦，整个面具戴上去超好笑。然后后面刚好我这里截到有那个我们的火火老师替猪猪绘制的这个 75C 我们的募资专案的主视觉图，真的超级感谢我们的火火老师，真的是太赞了。75C secret 啦，真的可以把那种抓漏当成平常用的转场，谢谢。我就连通用转场其实我都也想要拿来用了，我都可以拿来用了齁。可是说到这个转场要怎么设定，我再来研究一下转场要怎么设定好了。我可能要再研究一下。喝口水水。对，时间来得好快，已经来到4点20分了。可是大宝老师在嘟嘟嘟结束后才赶到嘛？的确啦，但没关系，我觉得他可以来看个回放。对，他看回放当下应该会觉得很好笑。大宝老师真的也是很忙碌，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也是在生活跟工作之间努力的在取得平衡啊。对，大宝老师我记得，大宝老师很像是，我记得他有个女儿，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不知道是双宝爸还是只有一位漂亮的小公主而已，对，这个我好像没有确认过。所以我觉得身而为父母的你们真的都很厉害，对，因为要在工作之间跟陪伴小孩之间取得平衡，这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这真的要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会很佩服这些世间父母们，对，因为小孩子你就是得要陪伴。就是很多事情其实并不是说生了然后就要丢在那边，然后他就会跟植物一样自行长大，那这样的话真的是太方便了，大概就没有少子化的问题了。但是事实上没办法，对，就是丢在那边，孩子真的就是很多社会问题会出现啊，所以就是会觉得说现场的你们，现在的你们，对，或者是我们合作的这群音乐人都一样。或者是其实我们在29号的总彩排那天晚上有遇到就是那个我们金曲奖的新人奖的伍思爱嘛，那她也是目前有一位9岁的女儿，然后肚子里面也怀了一个5个月多的宝宝，对，然后每次就是听着他们在聊说照顾小孩啊，或者是要工作啊，两边跑的那些东西，真的都会觉得很佩服，很佩服。对，但是我觉得啦，虽然说忙归忙，但是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很踏实。他们的生活虽然说会因为孩子变得更忙碌，可是孩子会完整他们。孩子真的很棒，会完整，就是整个人。对，真的好像吗？刚刚在什么东西？大宝老师跟大宝老师对，念起来好像是不是？对，对，大宝化身 VTuber 这样，刚才在想好，大宝老师跟大宝老师，好，总之都是好，都很厉害，对啊，所以
就会觉得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啦。我觉得这次的专辑跟3D真的牵来了很多很多很棒的缘分。然后不管是真的是神明保佑，还是说巧合，还是说你们真的愿意守护在我们的频道，这些全部都是很棒的能量。孩子会玩，整他们。感觉恰恰应该都会是那种会跟孩子玩很疯的那种长辈，我在想，对，超级押韵，对，超级押韵。香蕉哥哥，小孩子让我完整了，对，听说他吃小孩长大了，都50岁，看起来像30岁的哥们，真是太厉害了，让他完整了，我知道。不是，我每次在跟你们讲一些很正向的东西，你们都有办法歪掉，你们到底是平常压力多大啦？我觉得我每次都会释放出就是一些很正向、很诚恳的能量，你们就是有办法歪楼，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家面生真的每个都很优秀，只是压力不知道在大什么的，感觉得出来，你们压力真的很大。我明明在讲一些很正向的东西吼，我喝口水。而且上下的薄荷话说你也来到了第8个月了，感谢您在这个月回銮本频道高阶会员，您的上下已经累计8个月了。听说您的生日24号呢，24号敬请期待您的生日语音，还是说您刚好想要直接补齐4个月的年资，直接领你的生日蛋糕？你要一个鸡卵糕啦，好啊，做一个鸡卵糕，送你一个鸡卵糕。您即将可以再补4个月，就可以领到朱迪卡专属特制鸡卵糕，谢谢大家。对，唐突工商服务时间。不是怀特比哥，我明明都很正向，天地拉塞，然后的压力来源为什么七属 C？ 你说你们家小王子问你为什么七属 C 长那样子吗？这个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好好的问问 Q 哥，这个我真的是对跳到黄河洗不清了。我一直也反复确认Q 哥这能不能再压一下？这个不像七属 C 啊，这个对我们真的曾经试着压过了，怎么压那个七属 C 就还是那个样子，对，那就只能放出来给大家福利一下咯，对不对？清阳阳伊拉塞，左边的自己吃过吗？当然吃过啊。我还吃的就是开始思考人生，但是应该说冰淇淋我很喜欢吃，超级喜欢吃，但是呢楼下的这个香菜粉圆绝对不虽小拿铁，让我吸成了一个思考人生定位6根清净对的一个节奏。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它很迷幻，它顶多就是比较迷幻。对，欢迎各位大德可以过去尝鲜，好不好？我们这一趴直到1月18号，还要送给那个我们这个送龟能哥，基本上是属于本频道专属福利，不是吗？相信你各位已经领给能哥领到不想再领了，例如我们的福利熊，例如我们的塔瓦，例如我们的阿崔，例如我们的波罗什吕口大哥，例如我们的梅子，例如我们的学长，例如你各位已经领到我们的龟能哥的各位，相信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甚至我们还常常出现回购呢。例如我们的超劲爆总裁又即将要在今年的3月份领他的生日龟能哥了，相信你各位应该会非常非常期待朱迪卡为您特制的这个龟能哥了。思考人生。我们家没这么小，再小都做不出来。薄荷要吃蛋糕了，这个就看薄荷是不是要用我们的绿阶补年资，一下补4个月。对于我们薄荷而言，不过就是40块的这个年资。对，我们薄荷要上要下，随他要上就上，他要下就下，是一个我们的默契一手无法掌握的男人啊，是不是？那到这里都是高阶会员我帮你算一下，这个高阶会员哦，不能说全部啦，但是只能说也不少啦。对，小妮你怎么突然出现了转圈圈的符号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小妮妮也是在3月要过生日了。那我们的小妮妮目前的年资也是累积到了8月，那到了3月的这个时候，对，也差不多要迎来她的那一颗龟能哥了。对，没有问题，一切靠缘分。只要你们想要龟能哥，不管是刚好当月生日可以收到龟能哥，还是说你们想要补年资的方式，刚好在年中补一档，我们这个龟能哥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开心就好，祝你们2026年都可以吃到朱迪卡特制龟能哥，谢谢大家。喝口水哈，龟能哥不喝上上下下就不止4次了啊，他上上下下好多次啊。不会迫害自己吗？小妮妮，我们的龟能哥其实不算迫害，因为我们的龟能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对，我们的龟能哥不是使用迫害卖场，不用担心，是直接年资，看你要加半年、加1年，或者是年资的部分也可以1个月自由加入，对，就是龟能哥的部分是不能自己迫害自己吃龟能哥，但是你可以迫害别人。但是如果说你想补年资的话，我们有就是半年或者是1年的这个补年资的这个绿界卖场，或者是你想1个月直接转到我们绿界1个月支持迪卡也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迫害的部分是不能迫害自己，没有错，毕竟它便宜200块，对。但是如果想要补我们的年资的话，是由我们的绿界，我们的3200卖场，甚至是3800卖场也传在那边，恭候大家喜欢爽就加，就是这样子，爽就加进去，就这样子，不爽也可以不加，就这样子哦。对对对，没有错，是不会迫害的，毕竟自己决定，没有错。说好要刚好生日那个月啦，没有问题的，小妮妮，一切都交给您尊爵不凡的各位大佬们决定。听起来就是龟能哥，我 FK 路上龟能哥。简单而言就是自己客制化的那种蛋糕，所以你要看那种蛋糕是很特别的，没有错，是大佬们的要求。对，而且我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跟大佬们讨论出来的，就是一些本土的一些梗。像我们即将又要迎来过年了，还记得我们最可怕最惊吓的3色糖年糖蛋糕吗？那个也是我去年灵机一动，就觉得我们的年糖3色蛋糕以及我们的什么生人太适合做成蛋糕了，太有喜气了。没想到一下子迎来了我们的猪儿子如此满意我们的年糖蛋糕，一下子就我们绿界高阶会员直接砸了这个45600块，真不愧是我们家猪儿子如此专情。一转眼我们的1年过去了，没有错，我怎么说我们猪儿子明天就生日啦，婆家催了明天又要迎来我们猪儿子生日，真的时间过得很快谢谢你们啦，都用你们最专情的方式在猪猪频道过生日，好不好？那么喜欢猪猪做的龟能哥，我会1年比1年精进这些龟能哥，也会1年比1年让你们看到文字丧胆的菜单。谢谢你们的爱，让我们继续相爱相杀。明明是周年福利，但大佬们当成点心在吃，我也觉得到底为什么？可是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真的觉得物价的波动真的很夸张。例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开，就是我们年资大佬满12个月可以做客制蛋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尊爵不凡的一个回馈，是因为蛋糕你要手工制作，真的成本真的是不是那么的低，而且就觉得说又是手工制作，而且我的原料其实也是蛮挑的，都挑还不错的原料下去制作，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用来回馈12年资应该算是蛮顶级的回馈了，对。然后一直到2025年的下半年，就是有朋友要送蛋糕还是干嘛，或者我们要一起庆生庆祝，我都会问说你在哪里买的这个蛋糕多少钱啊？然后他就说这个蛋糕一颗1100哦。我说你说什么？一颗1100啊？我说哈，这颗几寸？8寸？没有6寸啊，一颗1100。现在的蛋糕一颗6寸也要到1000了。我的天哪！我突然觉得我的尊爵不凡难道再也不尊爵不凡了吗？我突然觉得我的尊爵不凡的12
年资的这个独家回馈，瞬间因为物价波动、通膨的关系，难道它不再尊爵不凡了吗？不行，绝对不可以。それはダメです。不可以，这个物价到底要怎么压下去？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很夸张，像一颗6寸的蛋糕，居然也要破1000了。我真的觉得，我活在这个时代，怎么可以有这么贵？我真的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可是即使如此，我们大佬依旧把我们这个45600块的这个1年年资当成456块在加，我依旧是倍感欣慰，好欣慰哦！对，我记得我们朱沃茨不是明天生日吗？不是吗？还是我记错了？哎，我记错了吗？等一下，我记得是明天啊，我记错了吗？还是不能讲吗？好，那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汉迪拉塞，好贵啊！下次有机会收到猪猪一袋面粉也。你们如果如此抖想要自己制作蛋糕，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知道吗？但基本上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亲手的祝福，送你一粒鸡卵糕的。我希望我可以透过我亲手制作的祝福，送你一粒鸡卵糕，知道不？的确是明天的吧？好啊，还是说你们想要给他惊喜？那猪猪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对，当做对。好哦，是我刚好提醒了你是吗？对，我们这个尊爵不凡的1年年资蛋糕，对，谢谢你们的支持，对，我们会除旧布新，继续迎来我们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巧思，给予就是持续支持本频道的大家，你们真的都是最棒的，恭喜我骄傲啦，有华纳会不？华纳会哦，不华纳会啦。蜡烛蜡烛是不是？但是我会架一支蜡烛。蜡烛的台语应该是等一下，蜡烛的台语蜡烛应该是蜡烛啊，蜡烛的台语。蜡烛，真正是蜡烛，我没有讲错我会架一支蜡烛，我送你一支蜡烛，送你一粒鸡卵糕，架一粒蜡烛。我为什么讲起来这么臭灵呆，就一点那种乡土味都没有？等一下，我送你一粒鸡卵糕，架一粒。我送你一粒鸡卵糕，加一支蜡烛。算了，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台湾龙卷风、霹雳火、汽油桶造型蛋糕，就送能吃龟卵糕。是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福利熊已经寄出了我们2颗生日蛋糕，一颗是我们水灵宝贝专属，一颗是本频道在我们这个专辑发行以及3D showcase。出纰漏，为了要感谢，为了要好好的庆祝，让我们好好的桑吉嘞，寄出了香菜、凤梨、香爱、香沙蛋糕，即将在过年以前，猪猪会进行制作，然后会让我们的成员好好的痛并快乐着一番，请交给我，谢谢我们的福利熊，感谢我们的福利熊，真的是此生有福利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安详。我们的福利熊实在是非常非常照顾本频道，你说这样子的福利熊不福利吗？我们是不是赶紧来好好的感谢一下我们的福利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哦，want to 福利 ，want to 福利。Happy every day， want to 福利 ，want to 福利，大大小小福利，福利小小福利。谢谢大家，这是我2026年年初最大的诚意，喜欢吗？福利熊，
我应该也没什么好被迫害的，反正我那颗蛋糕都已经准备好好的品尝。那个凤梨罐头，我也传我喝谁？喝吧，相爱相杀是不是？我也不会放过我自己。也就是说，讲起来就是我本人。对，讲起来是我本人啊，难道是别人讲的吗？现在我知道福利猪是不是？我有这么福利吗？我没有皮，对，我就这样子，福利熊已经没得迫害我了。为什么？他能够迫害我的蛋糕，不就已经在眼前了吗？反正都已经在眼前了，我就迫害回去。反正他拿我没辙，咬我啊，福利熊！反正他一定拿我没辙。看一下话头是不是找个啊？他哇，你都已经抓到我的节奏了，可恶！为什么？等一下，小妮，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知道，福利熊洗屁屁歌，对，那时候有那个老外，然后听到福利熊的歌，洗屁屁歌，不是，这是我唱的吗？等一下，我没有把锅推给你啊，牛妈，再送不？等一下，不是薄荷，我跟你讲，你不要紧张。趴趴熊他再怎么玩，他不会玩你，他只会玩我。对，他只是问，再送薄荷4个月，可以玩他的蛋糕指定吗？他的蛋糕一定就是送给薄荷。对，就是如果说你要再送他4个月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就一起玩薄荷，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玩薄荷，没有问题。好不好？我们福利熊福利最喜欢送福利。既然我们这个4个月是给他的，这个蛋糕一定不是给我，我们就一定要给薄荷。来，薄荷，快点！你最讨厌吃什么？告诉我。薄荷，你今晚有鸡蛋糕哦，你要给说你哦。咱福利熊应该有机会送你一粒鸡蛋糕哦。我加一支辣椒，好不好？赶快猜整天都在做同类相似。没事，可以买乐高拼图。不是我跟你讲，我乐高拼图，我只要不猜我就赢了，我可以收啊！谢谢你，我好开心哦！我可以不猜，对不对？但吃的这个东西，我一定会吃给你们看，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了。那名字拼完了吗？对不起，我跟你讲，我2026年一定会拼完，你们相信我，我已经有2026年拼完它的打算了。你们真的相信我？可以玩薄荷？等一下，水灵风。等一下，他哇，你杀红了眼，他哇，怎么会是玩他们？一定是玩薄荷啊！我跟你讲，一定是玩薄荷。对，因为我其实也希望我们家大佬都吃得到我手做蛋糕。那目前我们薄荷是第一次，初めてです。すごくそれが恥ずかしい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初めてですから優しくしてください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薄荷，我跟你说。对，不管怎样，你这个4个月的年资如果真的有到，我还是希望你可以领到这个龟能哥。谢谢你长时间在猪猪频道的加持。对，所以你现在快点私信我，你讨厌什么？快点，这样才有机会成，你知道吗？一起玩薄荷，想要蛋糕脆。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们讲。我今年度的蛋糕，我真的有想要，就是说你们上面，不要我煮啦，对，不要，就是你们有自己真爱的东西，例如说，可能你们喜欢的钢蛋，你们可以寄给我，我帮你们做成那个艺术蛋糕，再寄回去给你们。对，我有在想这些事情，如果你们也想要的话，对，今年可以把你们觉得重要的一些装饰品，像或者有意义的装饰品，你们可以寄过来，但是不要太昂贵啦。例如那个几克拉的钻石，我真的很怕寄回去，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完蛋。对，但是如果对你们有意义的东西，你们就寄过来，我会小心的把它装饰在蛋糕上面，再寄回去给你们。对，今年度我觉得对于长时间支持的你们是可以这样子反馈的，对，是可以这样子回馈的啦。然后薄荷你这样说就对了，薄荷第一次玩第一。他哇，你的E人属性被炸出来了，我就说你根本不是 I 人。蛋糕煮好的，对，我今年真的有打算这样玩。2026年大家，我觉得因为长时间大家支持，然后
很感谢大家想要就是说，即使你们想加购蛋糕，也希望有一些新的玩法。所以今年如果你们有在加购蛋糕之类的话啊，如果你们希望把你们比较模型类的，就是你们可能放在蛋糕上面不会心痛，然后洗得干净的啦，重点是要洗得干净的东西寄过来，我可以帮你们装饰在蛋糕上面，变成艺术蛋糕再寄回去给你们，是可以的。对，或者是公仔也可以，公仔是常常被拿来做艺术蛋糕的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对，15×5吗？什么？什么15×5？什么东西啦？那个东西要怎么放上蛋糕啦？常常面圣群的滋味，把蛋糕分成4块，酸甜苦辣，不是酸甜苦辣要怎么做？没有不能做，酸甜苦辣没有不能做，黄连粉、糖粉、辣粉，然后酸酸的柠檬酸，这些东西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哦。钢蛋会不会那种运送过程就散掉吗？冷冻的钢蛋，可是我觉得钢蛋因为是在正中间，我会把它插着，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钢蛋是被插在奶油蛋糕里面被插得满满的它是整个绞陷进去它有部分会变成是奶油蛋糕的一部分，你们要可以接受，好，要可以接受我才有办法接单。对，香菜铺满满的蛋糕吗？Kevin 思思，这个啾啾已经尝试过了，在我们去年就已经玩过了。经典 I 人吗 ？FK 路上你真的是 I 人吗？不像那个对，我们 Tawa 的那个黏糖蛋糕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它那个发簪。我相信我们 Tawa 已经洗干净了，随时可以插在头上。不是插在头颅里面，插在头发里面，好不好？迪卡太强了吗？没有啊，其实公仔蛋糕我一直想做，可是会变成说我要经过就是大佬们的同意，就是说他那一些公仔会沾到一些奶油，他能不能接受？可以的话我再做。用3D 修开始弹跳甲鱼面线汤蛋糕，删掉之后就是什么战损版，战损版是什么魔术方块也可以。靠，这个好，等一下，这个太坏了啦！等一下，不是，你们谁？不是我觉得长官你今天好像不太适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对，长官你要不要下去冷静一下？长官你实在是长官你真的切开来是黑的，救命！这个长官今天不宜留在聊天室，我跟你讲，我现在确认一下农民历，武谦老师。我确认过农民历了，这个长官今天不宜留在聊天室，不宜，对，没办法，他可能只能下面稍微那个呼吸一下，完蛋，要怎么300秒我忘记了，我忘记怎么300了，算了，等一下，我刚才会有什么不适合，可是我超吸引力这个蛋糕，的确呢，还有那个什么喷漆上模型胶。那这样的话，可能公仔比较适合啦，或者是好魔术方块，好像也蛮适合的。插在头颅里什么东西？对，今日记如信，对我们今天信读的可能不宜存在聊天室，对，他可能会让我就是在今年度可能受到比较多的考验这样子，长官。没有迷耶，没有任何的激动，没有这种东西。我们说机动战士钢弹，就这样而已，好不好？对账号旁边点下去是不是？好啦，我没有要 ban 你啦，长官。这么福利的东西，别想我要 ban 你，别想着我 ban 你。对，这么福利的东西不可能给你，知道没有？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啦。好，那至于这个，我们薄荷是否会有机会在今年度收到一些龟能歌，好，我们就静待各位长官们的处置，好吧？即使没有没关系啦，我觉得薄荷这样很害怕。薄荷，你在那边给我上香，你小心等一下，马上大佬们上你香，我跟你说，对大佬们而言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你知道吗？用1000片纯白电影当中。不行，恰恰你也给我下去，恰恰不行，今天真的不适合那个掐字辈的跟卢字辈的哦，
在边传魔术方83可以不要这样子吗？83你可以不要，你不会是那种就是只要单手就有办法解魔术方块的那一类人吧？我有些朋友他们玩魔术方块很厉害，他们单手就有办法解，到底为什么有办法单手解？到底怎么回事？想看薄荷跟好，薄荷跟初号机玩奶油派对吗？他哇这么想要，谢谢，还有4个月，看你们想怎么玩它好不好？薄荷，你要是这个收到了蛋糕，真的跟那个某喜约个时间，互相把奶油涂在彼此身上，我会多帮你们多涂一些奶油在你们的蛋糕体上，这样好吗？一嘎嘎的修，单手把魔术方块解一下。不是5000老师，你那个是我们没有要解题，我们要解的是答案，不是解题，不是解。好，对你说的也对，我们只要处理这个东西，就不需要解决它了，不是吗？这个答案想不出来，怎么解都解不透。我们只要把本体把它拆解不就好了吗？没错，本体拆解之后，我们就连答案都不用追寻了，直接处理本体。不愧是我们5000老师，直接不是啊，5000老师，我不记得你住台中啊，女孩你有吧？等一下，牛妈，这个太历练了，你历练到就是整个聊天室会哀嚎，你知道吗？牛妈不可以这样子，你要稍微想一下，我们2026年有些母胎单身的，他们的心情啊，牛妈可以居然还可以单身，天哪！你哥的手可以不要这么巧吗？小仙5000老师直接从你们手上把那个魔术方块拿来解题，你们就连单手解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子是不是？你我们就砸烂它就好，砸烂它就无需解它，知道吗？多涂些奶油在薄荷身上，对，可以，消失了就不需要答案。喜欢贝拉下，谢谢你到朱迪卡的这个草空间的档期，有看到大家有去档期的都有一一分享照片哦，谢谢你们对于我们这一档就是又好吃的香芋圣代以及又迷幻的这个香菜拿铁给予我们的高评价，这么迷幻的组合，我们直到1月18号，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最后的9天哦。哦吼吼哦吼吼哦吼吼吼吼吼哦吼吼吼吼吼哦吼吼吼吼。对啊，他哇，你在哭什么啦？他哇，不要哭。他哇，你不是说你交过女朋友啊？你到底在哭什么？他左右手都可以单手解，这才是太灵巧了，恰恰。而且听说你也不是母胎单身了，听说你也是现任有女朋友中，我是不是也应该把你丢进小黑屋冷静一下，以示公平呢？是不是？让我来喝口水。奇怪，我今天是后日谈，怎么跟你聊那么多干话？但是好舒服，对，香菜圣诞真的很好吃，超级推荐大家。然后我觉得香菜圣诞因为甜度够高，又很香，很香浓、很香脆的香菜芋香圣代真的超赞的，所以配上我们的不虽小拿铁，真的是很棒的组合。不虽小拿铁的甜度故意调得很低，是因为了要综合我们的香芋圣代啊。你们知道吗？他们是天作之合，请一定要一组完美的把它点出来，一起吃，一起喝，知道吗？投入来哦，不是我的那个连糖蛋糕给他哇之后，我有跟他讲说那个是发摘，那个很漂亮，你可以拿来用你的假发，不是假发，对不起，你可以拿来粘你的头发，他那头美丽的秀发可以这样整理起来，没有让它插在头颅里面好吗？你是什么被教的那个什么东西啦？不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话题越发混乱了，真的。贵圈怎么会变得如此混乱？怎么回事？喂，福先生，谢谢你有过去吃。你跟他超能聊了吗？对，就没有人阻止我，我会跟他们聊3天3夜。要不是我没有办法耐久，我的耐久台大概是不用下播的那种，你知道吗？今天吃了皮蛋口味的多利多滋，真的耶，该去买了，肚子好饿哦。什么？解内衣什么的，不是有手就可以解了吗？
我觉得今天适合到小黑屋的有那个掐字辈的，有那个牛字辈的，也有如字辈的。你们再插一个就可以下去打麻将了，你知道？约了，谢谢航子妈桑，大家约起来哦。对，熟悉的混沌味道最棒了，一定要去吃看看。是的，欢迎大家吃起来。我到现在想到那个味道很迷幻，我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好想再去吃一轮，但是时间上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太忙了。好啦，我先来找一下降落地点，然后也谢谢大家有参与猪猪 3D Showcase 4周年的活动，真的很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啊！我现在跟你们聊完后日谈才真的有实感，我们真的把 3D Showcase 做完了，好神奇哦！然后最后，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 3D Showcase 乐推出去哦，麻烦大家了。我们1个礼拜的时间可以乐推而已，我们趁可以乐推的时候，请乐推。花开堪折直须折，所以我们要片可乐推。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改的我中文好烂啊！末代无乐推，空推之，好，就这样子。等一下，我的中文老师，我的国文老师要哭晕在厕所了。等一下，算了，我不要讲话了，我还是找降落地点就好了。我还是乖乖找个降落地点吧，我不要讲话了。哎，怎么会有人中文这么烂？等一下，我刚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末代武士啦？好，可以，欢迎你们再约5000老师，然后再好好的去迷幻一波哦。才刚讲完小黑屋就说要约起来。这个小黑屋的部分呢，这个基本上我们对这个朱迪卡真的忘了要怎么 ban 人了，我真的谢谢你们哦。对，但是这两天应该会想起来。对，好，可以，快点，我们大家约起来。5000老师很想再去吃，我们快点把它约起来。柴鼠伊拉塞，然后要到什么啦？欧布彩礼什么东西？应该挤不出时间切到光。对，也是你们如果想要那个安太岁的，也可以麻烦一下5000老师。对，安太岁的或者什么技改，什么说改运，对，或者是人生迷惘了，然后都可以麻烦5000老师替你们看一下之类的。末代武士，末代武士折一折什么啦？对啊，阿汤哥电影好看。七属 C 直须推，对，快点把我们的这个3D Showcase 欢迎乐推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还有重点是我们的专辑也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每天循环播放哦，这个很重要哦。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按赞热推好选择，猪猪可爱就一直，可爱就一直吗？一直可爱就对了。好啦，谢谢，我也会努力继续可爱啦吼，做最可爱的那只猪猪，好不好？好啦，谢谢你们，我的3D Showcase 真的结束了，谢谢大家。然后最后也谢谢我们最大的贵宾，我们的祝生娘娘，真的是一个醒杯就把她请来了，谢谢。那我会兑现我的承诺。1个小时很大声的好不好，祝生娘娘？好，跟你讲好的。1个小时很大声的，我会找时间再过去放到很大声，然后还要再跟香客解释啊，不好意思啊，对，明白，不好意思啊，没有打扰到您吧？不好意思啊，娘娘想听，对，不好意思。也谢谢我们最 rock 的我们关帝帽的娘娘，超级挺猪猪。希望她永远最可爱嘛，希望啦，努力可爱到明年后年也要继续可爱。热推已使用，大家记得使用热推线，欢迎大家热推起来支持我们这次的3D Showcase，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非常台味的工地秀哦。末代5431，好，谢谢爱神，谢谢爱神。
猪头什么？一緒にいたよ。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よ。一緒だよ。ずっと一緒だよ。好，谢谢。差点被我断四肢的长官。桜いらっしゃい。まあ、そろそ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谢谢你们。我今天带着姨妈很软烂的结束这回合，谢谢你们大家。然后也希望今年度我们不管是3D 是不是还真的还有机会再进行更加下趴的演绎。那总之今年呢的那个 LAG 最重要的红毯，希望真的可以去走一下啦。LAG 最需要的红毯啊。还有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最健康的身体，让我们继续前进我们2026年。那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虽然说还没农历年啦，对，拜个早年。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ルノ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诺诺啊，姐姐爱你哦。姐姐要带着面线们去跟你说，我们的老干妈辣椒芋泥蛋糕，我们要在下个礼拜制作做咯。姐姐这么爱你，你一定也是很开心的，对吧，诺诺？我们一起降落到诺诺的频道，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吧，面线们。大家下个礼拜见咯，拜拜。